心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这个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这个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合掌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的摇笑声，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这个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情丝乱，有影相相，无影自遮。牵一挂行问刺强正，总是会有一天，人会看天开月影，后暗搁遐水领配相偎。祖先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
洒来予我心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为着一个起名，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厅内底面线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红仔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情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人间有上自在美梦是。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一年的孤寂，洒来予人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厅内底面线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红仔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上是在我面梦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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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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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陪小我。祖先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
花冷，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努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喂，我有声音了吗？啊，我有声音了！我好像回来了。等一下哦。有声音了吗？等一下哦，你们等我一下。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合掌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的鸟笑声。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努守护。天哪！我回来了吗？你们等我一下。不好意思，欢迎来到那个朱蒂卡的朱佩信。我到底在干嘛？我天啊！我到底在干嘛？我还有胖次，我的胖次在这里，我看到我的胖次。大家午安！天哪，明明是好久不见的下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怎么回事？我的天啊！谁年纪大？你才年纪大，你全家年纪大，气死我了！我超紧张的，我天哪！回来了，应该都回来了。好，你们帮我听一下目前的音质，然后还有 BGM 的大小，然后不啦。总之谢谢你马上帮猪猪拔起了，让猪猪回血一下啊！初见安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猪佩信。什么公然卖色？我这个是要教育你们正确穿胖次的方法。你们男生要好好的帮女生穿胖次，知道吗？不要就是放在那边不穿。就变臭男生，知道吗？臭男生，等一下，都一定要好好帮这只娃娃穿上胖次。谢谢大家，好久不见。然后今天又是我出配信，但没有 BGM 吗？我 BGM 有开耶，等我一下哦。还是因为太小声了。天哪！等一下，薄荷，你再给我皮一点薄荷。还是好，这样大家应该都有听到。不好意思，你们有听到的声音吗？有没有一些就是杂音什么之类的？因为最近我们就是要录音的关系，所以就是调音的部分跟配信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对，所以现在要配信之前，我可能都要调整还蛮多东西的。对，
然后我精明干练。哦，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等一下哦，为什么一直听到沙沙沙声音？好，应该好了。OK 好，不能随便帮别人穿法，可以。我跟你讲，这个我要买回去就是你们的了，就是猎狼啊啊！等一下这个怎么掉了？等一下啊，等一下要缠回去啊！等一下要缠回去。好，没有听到杂音，谢谢你们。然后，妹不理他上哦，我有好多事情要跟你们交代哦，怎么办？总之11月1号啊，欢迎大家真的要前进金曲录音室了哈。大宝老师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你们要帮猪猪录的一些桥段，以及刚好那一天呢，如果说您有家人要照顾，就带去没有关系的。对，我们其中有一位大佬刚好有家人要照顾，我就说没关系，你就带去。对，希望你们玩得开心。好，然后等一下，我怎么像这样在缠这个？我为什么要缠这个？等一下，没听到杂音。长官，我上次我真的很后悔，我真的是揍太小力了。等下怎么反了？哦，这样，我觉得我真的是揍你们揍太小力了，你知道吗？气死我！每个都这么皮。我每次给你们揍下去，我还要跟你们道歉。我到底为什么要道歉？早知道不要道歉了，气死我！哦，手上的装饰就是最难弄的吗？我觉得就是缠就缠回去，对，就是缠回去。明年必得健全，我们努力中啦。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每天都还蛮过劳的，所以大宝老师昨天啪，好，他倒了，对，就是感冒倒了。然后我现在努力撑着。对，就是努力撑着，好想大家哦，好想揍你们，好想再揍你们，可以吗？可以在我明年再揍你们吗？我真的觉得我下手太轻了啊，气死我了。然后欢迎大家，我们这个主播其实基本上不是那么燥的，对，都是你们逼我的。对，燃烧神教里拉山，居然没有打碎吗？三哥，不管有没有打碎啦，谢谢三哥在现场发放的这个金尖芦笋汁，而且批的真好哎。当我还在感动再三回味的时候，什么叫做金盟有你？你这样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我的感动吗？增强澎力，够金盟，顾金盟，好，谢谢大家。对，增强澎力，顾金盟，就是有拿到的，真的，我只能说就是大家很幸运哈，因为三哥很像印制的数量不多，对，但是他有特别问我说 VIP 的人数大概多少，他就抓一个数量现场发放这样子。L 爸爸认证。不是福利熊，他现在没有收我的三官帽 no 旁，我现在还是有旁，知道吗？我现在还是有旁。然后，对，上次真有揍人啊，当然有啊，盛红，你就这样给我跑掉了，我就没揍到你啊，盛红。口袋是穿，左手穿过右手方式的固定，哦，真的吗？真的吗？最深大哥。我现在看到追生大哥，我都想到我当天那一拳划过他的胸肌耶，因为追生大哥一看就知道有在练啊，他胸肌之大的，你知道吗？之大块的，之结实的。我那时候拳下过去，完全没有办法揍到他，我真的是划过去他胸肌耶啊！好，有了这次的经验，我下次知道怎么揍你们了。我要稳住我的核心，我才不会飘掉。对，明年要更大力燃烧神教，知道没有？然后你没有皮啊？不，你好意思说你没有皮？是我只看了一下，不是因为不是长官，因为你的这个手指虎，不像是我的拳套，它至少软软的，这个手指虎是硬的，我真的没有办法下重拳，我不敢下。对，然后对他妈早知道我下重拳了。没有接收到像马克先生爱的这，等一下，我觉得小天那一集也蛮重的，我觉得小天有吓到啊，我就想完蛋了，小天感觉有吓到，不是吗？很期待走中红啊，对，我待会再跟你们聊走中红毯的部分，我们目前已经就是有稍微讨论好了，哦，好忙哦，不是那么早以前见到一位好，我的照都是因为谁？气死我！小妮妮他们都欺负我了。看那个下面什么摸西谁？摸西下回啦！摸西是什么东西？你们那个是，而且那个摸西那个头像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来，就摸西，
你们最近对不起，好像让你们很戒断，你们现在玩到不知道该怎么玩了，玩猫西西，这是一笔赞助测试猫西西，这是一笔赞助测试猫西西，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们怎么了？你们还好吗？而且为什么我头像跳掉了？我是不是太久没用绿界了？我可能再跟绿界老师啊，不是绿界老师，对不起，六叶老师问一下。对，我以为三哥只会劈一个人头，要不然三哥要劈几个人头？太惊悚了吧！哦，没拿到吗？泽野先生有在哦，哎，泽野先生你有去是不是？是。然后我就飞一拉下，对，芦笋汁，哎，我追一下聊天室，今天三哥啊。你这个金金芦笋汁很好，没有问题，我就预约。如果我们还有下一场，好，我就期待您的金金芦笋汁，好吧？怎么碰啊，臭菜菜！你才碰，大家都碰，你们都碰，粉随推，你们跟我一样碰，气死我了！我自暴自弃。对，晨晨，我们追生哥大松鸡，然后你们最好没有皮哦，最好是没有皮，烧水，小妮妮他们都欺负我。哦，下盘蹲好，对，我觉得我下次真的我的核心要 hold 住，因为救生大哥他真的是比沙包还难打，身为一个修车有点胸肌，可是我觉得救生大哥你应该有在练，感觉那个应该是有在练的，就觉得下次要揍追生大哥，我的下盘要稳住，一脸淡定，快点，太淡定了，而且就是我那天因为每个人都想就是疯狂聊到最后就是对不起，还被工读生赶，但是后面的几位呢，谢谢你们这次也是购买了这入 VIP， 每一个也是对捏碎手骨的力道，好不好？好好的感谢你们，虽然说我的握力其实真的不强啦，对，打不到福利熊，我希望我下次真的有机会看到你，好不好？好不好？除了送福利之外，我真的可以打到你，好吗？下次拳头会更重。小妮妮，我们下次该怎么办呢？小妮妮，你觉得呢？小妮妮，他们真的太坏了。然后你觉得还蛮冷静的。对啊，我觉得小天真的有被我第一拳吓到，然后我心里想说啊，完蛋了，他可以接受吗？会不会就生气了、退订了？然后就脑子开始在想一些，就是啊，完蛋了，被讨厌了之类的。绿界老师头不是好了，我碰啦。然后8月1号先生，然后绿界老师到此愿就是那种自由发挥，就对呀，犹豫不决，不是因为他玩很瘦弱，我担心一拳就揍飞你啊！你现场把它喝完了吗？金金芦笋汁跟绿界老师，好啦，绿界老师比沙巴好难打，对，是称赞雪灵宝贝，是称赞，就代表就很壮，对，救生大哥很壮，未来的某一天就那种头垂了吗？大家对，小妙妙。我不要头锤你们，对，我担心万一不小心5AA 怎么办？不行，真的不行，不可以。而且小喵喵这次也会出现在我们大佬的金曲录音室哦，就是那一天我们时间是开放从3点到晚上8点，然后时间基本上这段时间大家就是都可以去，先录就先回家，或者你们要留在那边聊天，或者你们要结伴一起进去都可以，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好不好？然后小喵喵会现身，然后我3点半左右会现场连线活动，对，我一定要好好的看看你们尊爵不凡的龙颜，替我录着录音室痛并快乐着的神情，我一定要记录下来，谢谢大家。所以啊，如果你们真的不好意思，你们可以挑晚上时间再去，对，总之下午时间我会开台，大概3点半4点半到5点这段时间我会相爱相杀时间，好不好？但是我知道有些大佬真的很害羞，那没关系，你们可以避开这些时间，对，不要让我看到，不要让我撞到，不然我会直接请大宝师把你带过来，对。绿界老师，哦，我追一下聊天室，完蛋了。后面小弟众多，要考虑会让别这样，别这样，雪哥有事好商量哈。什么时候绝对不可能？等下我追不到聊天室啊！好羡慕什么啦，彩！再来半年锻炼就是握力跟练腿啊！我最近真的是忙到已经身灵都已经要往生了嘛。我觉得我自己先超度我自己好了，对，我现在就是一拳现场超度我自己，对。还有什么后事，我先跟你们交代清楚啦齁。总之那个超度鸭膜饼干齁，明后天制作，我自己会先吃个10个超度我自己，我才有办法陪你们长长久久。因为接下来他妈下2个月好忙，你知道吗？我现在先揍我一拳超度我自己啊！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兄弟，我的后事很像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交代清楚，但是我觉得想稍微让自己清醒一点，不然我刚吃药，好想睡觉。对，我刚好到你们几个，对，你们几个干嘛躲在那么后面？下次早一点过来，我可以跟你们聊久一点啊，对不对？然后就可以拉下扯，然后期待几年可以看到那个后空翻。我觉得几年后，我如果是这样继续用这个仇恨值去练这个身体练拳，我觉得有机会了，好不好？好不好？对啊，7集，小妮妮，你要陪我练吗？小妮妮，要拿长棍吗？柳树先生，下次什么？等一下，要飞踢吗？我觉得这次你们被揍应该差不多了，下次应该很多人都会选被踩。我在想，F 先生你好，那个米娅这次也感谢他的帮忙哈，也是机动性非常强大。米娅，F 先生，您的礼物总算交到我手上了。对，待会我们一起开箱哦，谢谢你，感谢猪血糕，真的是非常台湾味，好喜欢。然后没听到7点结果，所以然后这边6点半结束，你那边那么赶，谢谢你又下来一趟啦，不好意思让你这么赶。然后但是你的水晶我有收到，待会我一起开箱哈。那猪猪改练兵器吗？真绝不凡的龙眼那是什么东西？可是我们没带走全印吗？全印吗？等一下，我揍你的胸肌揍到手滑了，这我很抱歉，我下次我下盘会稳一点哈。那是啥活动这么优吗？什么活动吗？你是说我们的尊爵不凡的一拳特点吗？哎呦，那个加购7500就有了啦，好不好？下次加购起来这样。然后3点会是那个上电视那种吗？就是对，就会就是这样的配信，这样子的配信，对。然后大宝老师会帮我用他的手机跟你们连 DC 什么之类的，对。所以大家就是轻松录音，然后我可能会视情况把谁 Q 过来跟我对话之类的，这是属于我们尊爵不凡这一次录音室大佬的活动，对啊。但是E人的话尽情的跟我互动，I人的话你们可以闪过没有关系，不勉强。最下聊天是什么龙眼什么，然后秋秋老师应该是秋秋老师不是出镜了，秋秋老师很开心那天可以看到大家，而且也谢谢秋秋老师那天有把那个猪猪上一届 V Stage 演唱会的猪猪娃娃带着一起应援，真的很开心。然后接着唱，然后说我的记者对，你说要给彩彩对，对，彩彩你被加料了，彩彩那个你脸上又要延毕了，对我来不及通知。我现在立马通知，对我们福利熊又送福利了，来普拉斯要催蕊。好，送什么福利呢？那么话说我们彩彩自以为他9月吃完就没有延毕了啊，没有这回事。我们福利熊这个月送福利，让他继续延毕，就这样子。OK， 谢谢大家。彩彩没聊到，你明明有聊到，而且彩彩那天好忙哦。彩彩那天有帮小妮妮还有小喵喵，就是领那个会员回馈嘛，不是会员，对不起，就是那个一拳特点回馈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贴纸啊什么之类的。对，他超忙的，他真的尽心尽力到没有时间跟我聊天，没有错。为了小妮妮跟小喵喵，对他真的是很棒很乖，对，被调教的很好。你说猪猪 VIP 觉得效率蛮快，这是。跟猪猪 VIP， 你觉得你的效率蛮快的吗？很快啊，小天，超快的。现在找白白，我跟你讲，怎么版本比较香吗？我是你哦，版本比较香，我这边是不香，是不是？好，你就去啊，就去嘛，是不是？等一下，我的水为什么在外面？等一下，我的水在外面了。等一下，我去拿一下水，不好意思。有没有可能最后那几个是因为一次买5张所以拍？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不过基本上啦，会有下一届几率蛮高的，对，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下一届我们怎么玩吼。然后明年有第3届，一定要带童军椅下去吗？可是说真的，不晓得能不能让你们摆哦，因为搞不好现场是不能摆放的啦。
对，以为早就收到了吗？还没有。对，所以就是我们 V-Stage 演唱会这个总算交到我手上了。对，然后我看一下下次要加购4500弄，要出等一下，不是第2张专辑。你们先让我们把这几首歌先搞好。对，我们搞到就是对，已经肝脏快破裂了，然后大宝老师也倒了。对，但是我们已经接近尾声了，剩最后比较要精雕细琢的2首还是3首。对，剩最后2-3首了，其他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对，然后这一下什么时候要出第2张专辑，我们再看看嘛。我们再看看，这是带着可爱女儿来看。你是说女儿是那只猪猪吗？是那只猪猪娃娃吗？然后延毕到什么时候？基本上才是延毕到这个月。对，然后下个月会不会又有大佬送幸福、送温暖、送福利？这个我们可以再看看。米娅也来噻，V-Stage 演唱会辛苦你了，米娅，感谢。然后米娅也帮我们准备了那个什么一拳特点的章啊什么之类的。对，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非常开心，我也不知道。对，你们被揍的开心吗？それがわからない。恭喜彩彩本番你们都超坏的，你们全部都给我过去，下次不要买我的了，气死我！难得可以开台跟你们聊天，一直说别人香，太生气了。然后我看一下，以为聊很久吗？我这边其实基本上有啦，有稍微给你们加时了。本来上次刚好叫出来加班嘛，然后雅晨，好，雅晨依旧。雅晨依旧晕眩，好，谢谢雅晨。然后看一下，我们去看，要去练腿吗？然后排最长那条超久吗？然后请问封面最右边可爱什么东西？封面最右边什么？封面你说。我这次做的封面最右边是什么？我看一下，我忘记了。我这次做的封面最右边是什么？我这次封面最右边是什么？你说封面你是什么？他哇，你现在在讲土味情话好，谢谢你，好，被激励到了。然后阿崔，感谢加入35个月，让我有下一届可以看，没有错，真的感谢51这次售票真的是超强，超厉害。第3届童军与不分的话怎么样？因为打不是吗？是这个意思吗？然后我追不到聊天室啦，阿崔，谢谢阿崔的莅临，而且阿崔这次不讨打阿崔叫我说不用打，我说松一口气，真的不用打他，真的不用打，阿崔打不下去啊。然后腰狗链腰这样不舒服，封面通常真的很像被关怒起腰，真的超可爱，对，通通真的超可爱的。你想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真的好开心，后面就是比去年增加了好多的人真的是超级开心的。谢谢大家愿意南下，然后来参加 V-Stage 演唱会，超级开心，真的。好啦，第3届，我觉得板已经蓄势待发了，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对，加料给诺诺吗？诺诺已经是明年4月了，才继续被加料。那老师明明是说女孩吗？我现在追聊天室的那个气力也都没了。等一下。38个月一次主动讲就碰到你次，好啦，我碰啦，我最近好像没有办法致命干练了。然后今天是什么东西？最右边，对，最右边，我觉得通通她真的越来越漂亮了。我当天看到她，我就说这是个妹子，这不是个男和声，这么可爱一定是个妹子。然后蹲着的我搞错了。我想到最右边，我以为他哇在夸我。我觉得你们这一场变得好坏我不要理你们了。难得可以开台，你们变得超坏了。然后骑士飞踢，然后也可以拉什么东西。然后水母先生，你是那位张先生吗？感谢张先生这次也购买了我们一拳特点。这是第2项可以光明正大要求巴掌了。我真没想到张先生也购买我们一拳特点因为他是买75C 套组这样子，然后他也没有讲得很清楚，然后
这是扩张成员2天不同，对，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们有觉得适合的话啦，适合的一些 VTuber 或者是都可以推荐看看。像我这边其实前2天有私底下密一些我觉得还蛮适合的 VTuber， 看他们想不想参加。对，因为毕竟这样的一个形式，并不是每个 VTuber 都可以接受。对，好像被通通踩，不然你们看看他要不要开这个福利啊？那庄雅看到真的是被美到，真的很美，最善良的，然后。好，对，雅晨，某种程度你好善良。哦，什么难得我开台要快点欺负你们男生，真的超不解风情的，最坏了，我不要理你们了，我不要开箱了，气死我。然后下一次各位神的一些打在你身上吗？等一下，我们下次先看看我们。先看我们办在什么时候，对，但是我是觉得基本上办的几率会很高啦。但是板现在我觉得他应该也在陆续在筛选，就是说我们如果下一届如果人数真的要变多的话，对，那可能现在也渐渐的要快点接洽一些就是有兴趣的一些 VTuber 这样子，对。只看就是我没办法推荐其他人下去。太慢了，下去猜。然后薄荷感谢28个月，肯定是不皮的。薄荷也是皮起来要人命的那种。好，盛虹你没有，好，盛虹也没有欺负我，好，谢谢。好了，我总算追到聊天室了，对。然后高雄是真的比较热啦，对。然后至于会不会办在冬天，如果办在冬天的话，代表你们还要等1年哈。因为像现在我们还没来到冬天，如果办到冬天的话，代表你们要等到明年冬天，或者是你们要让板烧干他的肝，办在今年冬天，但是应该是不太可能。然后彩是这种半夜梦话的是猪猪嘛，我才不相信他最坏了，对，就是办下去没什么 VIP。不是在揍人，就是在踩人。对，三哥，你讲到一个重点，其实第1届我是觉得还好好的，第1届就是好好的握手，不好吗？为什么第2届变成在揍人，然后第3届可能会变成在踩人这样？王丹咖啡已拉下，好啦。明年可以在花样展演空间去看这种感觉设备很不错嘛。明年会在哪里其实还没有公开啦，对，但是基本上好像大家对于这一次高雄场都还蛮满意的。那会不会在高雄续办呢？就可能就看板之后想再办在哪里这样子，对。然后至少没办在 FFK 那天嘛，不会啦 ，FFK 如果真的要办的话。我们大概每个成员100%都来不及吧。然后这一届有西装5人组，下一届我们会是什么5人组呢？这我不好说，对，这我不好说，因为下一届很像前阵子有看到本频道 DC 已经有人在讨论服装的部分了，我感觉好像，我没有讨好，雅晨真的很善良，好不好？也谢谢你们，这次有。购买 VIP 之外，或者是没有时间下来的，也特别有把猪猪娃娃带走。对，谢谢你们。然后，为什么它要掉了？为什么啊？等一下它要掉了，等一下。然后6芒星，为什么有什么6芒星？对彩彩的印象最深，我还是被闹钟弄到弹起来，是不是？也太酷了！我是第5次启动小巨蛋，我觉得难度有点高毕竟 VTuber。这个东西其实我不知道，但是其实啦，我们今年太赶了吧，场地加上对有困难啦。然后3个说迪卡自我一踩我，通通踩我们，我就要准备救护车。我觉得明年我可能配备一下那个5000老师，真的帮你们超度一下哈，5000老师哈，我就委托他一下。然后离舞台有点距离不好玩，我真的觉得这次距离离我好近哦，近到我真的觉得。可以很清楚看到你们脸，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好笑，所以我就有一度其实不太敢往你们那边看，因为我会笑场，我就觉得好近哦。彩天要起床后是用飞的起床，哇靠！你们下次有机会录影让我看一下，他用飞的起床跳的起床那一幕，应该很好笑。等一下我把这个缠上去哦。然后小巨蛋这个东西啦，因为基本上这个我是觉得可能要有比较大的一个该怎么讲
这个 IP 要变得非常非常的大，才有办法启动这么多的流量的部分。那么现在就是反正猪猪今年最大的计划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屌逼的专辑做出来嘛。那么接下来也联动到未来，希望啦，我们是可以把猪猪这个 IP， 嘿，猪猪这个 IP 现在讲的不是我的这样，好，希望把猪猪的这个 IP 真的是可以让更多破圈的人去看到，然后有更多可能没有在看 B 圈，但是他对于台语歌有兴趣，然后才有办法把这个流量再做得更大。因为台语的这个东西毕竟在 B 圈要经营，可能真的是要比较长时间去规划，然后你说要很大的流量，其实基本上也是稍微的可能要有一些机运在，所以我们才觉得说我们先试看看，闯看看金曲。对，那很开心现在我们走中有机会去做到入围，那我们现在金曲就大家都还蛮激励的，就是说走中被看到了，那我们是不是金曲奖是真的有机会被看到？那这个连带就是说，如果金曲奖今天就算我们没有得奖好了，真的有入围的话，其实带动的一些流量跟商机是很庞大的。嘿，所以其实我们除了在做专辑之外，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成立一个真的是团队了，不团队不行，不团队真的会死掉。对。然后大宝老师也撑到昨天真的倒了，他是真的，对，他真的也不行了，我是还撑着，对，我现在也努力让自己不要倒掉，所以就是还好，今天状况还好，想说还是开个台，因为真的很想念大家，超想的。结果你们超坏的，我不想理你们了。结果你们超坏的，我不要理你们了。对，然后反正未来开台的时间其实会在专辑发行之后渐渐回来啦，因为现在就是11月是还蛮关键的，就是我们做这个专辑大概到11月底一定全部都要把它完成。好，所以比较不能开台的状况大概就是落在可能最后11月这个最后的一个月份，然后12月会渐渐把台数开回来，渐渐的，对，所以就这阵子其实比较抱歉，比较没有办法好好的开台，对，所以但是还好，就是目前工作都稳扎稳打的进行着，然后我们的团队其实行销那边也成立了，然后音乐这边就是交给大宝老师，然后行销这一块不成立不行了，对，所以我们有真的是请到专业的行销团队去帮我们跑，可能这次宣传还有现在一些环环相扣的，例如新衣装啊什么之类的，对，这些其实很多东西要讨论起来超庞大。超庞大，然后礼拜六那天大宝老师会出现哦，大宝老师会出现，然后我看一下我追一下聊天室哦，小巨蛋不太可能，成本太高，除非这个 IP 真的是有高到有这个流量回本啦，对，新秀伊拉夏，我看到新秀就看到久住青烟，然后我看一下哦，票价会飞涨。其实我还是觉得，毕竟我是高雄人，对，我还是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先把那个高流闯一番，我自己会觉得就是比较有一些里程碑被达成的感觉，超近感觉。我那天其实看你们一直在憋笑，就是所以其实我看到你们，但是我不敢盯得太仔细，因为一直在憋笑，你知道吗？然后明年不到了吗？你觉得你有可能明年不到吗？彩彩，你明年给我不到看看呢，哈。然后我追下聊天，你们在台下，他发现我对，因为会笑场，好薄荷，你们有发现的哈？对，凡凡说不亏钱为主，对，所以这一次我是觉得说，愿意下来的人潮让我们真的觉得很激励。对，然后刚刚好又 Breakpink 刚好来嘛，然后那天可以让大家看到更漂亮的高雄，我真的觉得很恰巧的很棒，对，让大家看到很棒的粉红高雄，然后到金曲就有可能吧。是的，福利熊，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对，你以后就变福利熊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绷紧神经，一直在思考说，这个一定要闯看看，对，就是所以最近可能我会努力 hold 着身体不要倒掉啦，对。感谢我晃步推广猪猪嘛，我是感谢他们愿意就是给我们一笔补助，让我们好好再把专辑升级啦，好不好？
金曲可以的嘛，希望可以。我们至少就是觉得说没有拿到奖没关系，因为太难了，因为是上层的卷，但至少希望可以拼个入围啦。然后对，礼拜六那个打宝老师会在齁。然后又快感冒了吗？对，没错，这个就不跟你们藏。我觉得好啦，还是会想聊一下。我觉得我这次撑很久我觉得我这次很棒已经很久没感冒了。对，所以吴谦老师嘟你的什么啦？吴谦老师一大赛，而且这2天我有就是询问吴谦老师一些事情。对，因为我10月开始有一堆鸡王过来了，怎么回事？为什么每年的10月份，我去年10月份有鸡王，你们记得吗？我去年也是10月份哦，鸡王，对，是在10月份哦。怎么了？我要走大运了吗？我走大运之前一定要累积这些鸡王吗？我去年10月份就是也很多鸟事有跟你们分享过嘛，又来了，又在今年10月什么鸟事都来，莫名其妙。罗沈只要去 B Stage 拿啊！吴谦老师对，那是 B Stage 演唱会，我们3哥张毅3哥替我们发的，然后要叫彩彩起床，就是先到我这才到彩彩呢，我这样很快就会起床。好啦，如果还有明年有机会的话，我也想看一下就跳起来的那一刻应该很好笑。彩彩最开始摇头晃脑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人就差点笑。对，就因为太好笑了，盯着你们脸会笑场，太好笑了，你知道吗？我在台上都很容易碰的人了，我才不要一直看着你们丢手机。等一下，阿崔会丢手机，可以不要吗？对，那只熊很强，什么东西啦？很可爱啊！上面那只熊也很什么啊呵？等一下，你说的是福利熊吗？不要乱立起，不会啦，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有办法开台，代表还 hold 得住。只是我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没时间了，然后加上最近就是可能流感快要爆发的时期，所以我早上还是有去看个医生，然后先把那个流感疫苗先打起来，所以其实精神状况其实还蛮累的。对，但是我现在还没礼物开箱已经3点了，对，已经3点22分了。等一下我今天好多事情想聊，对，让我聊到6点多，今天聊到6点多齁。然后去年是车子吗？长官，你说去年是车子那个就是开到一半莫名其妙撞上来吗的那个吗？对，才说清楚。然后有点忘记去年是，对，吹风机，没错，就是吹风机。然后今年这个吹风机再度损坏，又是在今年的4月，那时候是跟我的绿茶姐妹文文的自在日常刚开起来的，那时候刚搬家，然后网路的小乌龟就收到机网嘛，时不时断线，然后还有吹风机又莫名其妙可能损坏，然后电脑巴拉巴拉的有的没的很多机网，然后对，去年10月是开车开到一半，然后就被一个不知道就一个男生嘛，从屁股丢了一下。对，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是车速很缓慢的，大概10公里吧，然后莫名其妙从后面撞上来，然后他超怕的。他就是说姐，对不起姐，没事，你的车没事姐。对，就那一次。然后还有就是对，现场不给丢 SC 吗？现场如果要丢 SC， 我觉得可能下一次版应该会有更好的规划啦，因为这样会变成说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担心是太混乱，还是说有一些B 鹏鹏会觉得说啊，他有我没有，心情失落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现场 SC 下次搞不好第3届会有一些规范这样子。团队有没有打算那个拨经费，拨水老师来增加？拨个经费，我们可以问问我们 Double 老师，他这样倒了，对，他这样病倒了，对。第3届泰拳七期第4届国前赛。好，我们就期许，对，我们如果有机会真的办得长长久久的话，对。然后那天有一罐卤薯真要给5000老师的吗？哦，有一罐是要给5000老师的吗？哦，好，5000老师，原来你的这边在我这边，你的这罐在我这边。哦，原来5000老师，你的这罐在我这里，原来是一直在我这边，是不是？好，找机会再拿给你。好险我没有分出去，对，我想说，为什么多了一块？原来有一罐是5000老师的。然后是的，防弹咖啡，我们谢谢小妮妮帮猪猪回写一下，可以等到我们
下班到家。对啊，我觉得今天可能开箱开大概真的会到6点吧。不是开车开到一半熄火，开车开到一半熄火是今年6月。什么姨啦？我跟你姐没事，姐是姐，才你自己越来越坏了。对，所以武谦老师，你等我就是有机会北上，或者说我们下次如果有一些什么庆功宴之类的，再聚一下的时候，我再拿给你这样子。然后我其实10月份有很多事情要跟你分享，对。不过大概先到这边，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先来礼物开箱好了。而且礼物开箱完接下来还有一些11月份开始的一些行程规划要跟大家聊聊。还是我们要先聊行程规划？等一下，我先喝个水。什么？等一下，对不起，我看一下访谈吗？对的，我看一下访谈。好，等一下，等一下，这是一只对无时无刻都在处理很多工作的猪。彩都为什么？彩你是又欺负女生，臭男生又欺负女生吗？然后金曲庆功吗？我希望有希望真的有这个武谦老师请那个我们三清老板们加持一下，对，这一次希望真的有机会啦，好不好？这一次基本上团队们大家真的都非常，只能说专业到不行了。那现在就是看有没有这个缘分，让评审喜欢我们的东西。好，这边上一大赛，然后等金曲庆功好希望希望如此。对啊，给你5罐吗？2罐可以了，2罐2杯老师，1罐武谦老师的，谢谢。因为其实我有多1罐给出去了，是因为刚好那天有我们嘟以及75C 的制作老师，他叫做西瓜，就是帮我们混台谣。我混我们的那个卡夹台谣的那位西瓜老师，他也有在现场，所以我那天有把其中1罐送给他，感谢他的付出，这样子。金曲庆功来个100罐吗？真的假的？如果我们真的有机会办金曲庆功的话，我们3哥就要赞助100罐了，超赞可以说好了，雅晨，虽然说这边都是老公的老公，有机会第3届来一下吧，雅晨。有机会的话啦，第3届来一下。然后喵喵的东西还懒得记，胖次不是等一下，所以等一下，所以小喵喵的胖次是真的不见了吗？小喵喵的胖次真的不见，我觉得一定是彩故意的，对，彩你一定故意把胖次淡掉，然后再寄给小喵喵，对不对？好了，辛苦彩了，辛苦彩这次有帮那个小喵喵跟小妮妮领他们这个算是 VIP 的回馈品这样子。对，彩超坏的，感谢3哥，希望金曲庆功，希望。然后 B stage 然后2倍加庆生，他说对，不好意思，因为我想说不晓得你们有办庆功呀不知道你们有聚餐吧，我就把那个武谦老师的直接给你就好了，对，就直接给那个2倍老师就好了。好，在我这里，武谦老师，对，我多摸几下，这样可以吗？我多摸几下，然后再寄给你之类的。金曲我们希望啦，真的现在就是它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它真的很难，对，它真的有很多很上层卷的东西，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专辑团队数量很庞大，蛮庞大的，对，很庞大，对真的蛮庞大的。所以我看我们像连行销团队都请了，行销团队之外还有我们有请到可能专辑装帧设计在台湾算是很有具代表性，以台味出发的一个很著名的老师啦，对，所以接下来等这些资讯可以公开的时候，我会再一一开台跟大家说这样子，对。然后芦笋之塔可以耶，好想要哦！我觉得喵说彩在那里快，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看他们打闹的，因为很可爱。对，彩把小喵喵绑着，彩就是这个人，你这个臭男生，这，等一下，不是啦。不合，我不是那个意思。等一下，为什么我麦克风一直有杂音？你们有听到奇奇吵吵的杂音吗？你们有听到奇奇吵吵的杂音吗？有吗？有吗？
有吗？等一下，我这边一直听到奇奇吵吵的杂音。好，应该暂时好了。好喂，对，然后好啦，不是吗？晨晨，你把小喵喵胖刺拿走了，不然为什么他的娃娃上面没有胖刺？听起来很正常吗？谢谢这位 PHYLLIS 先生，然后爱神伊拉塞提到东东啊，不好意思，我们家楼下的那个文化传承 B 卷又开始了。对，我们家最近对，很像是因为今天是太子爷生日吧，其实是我们的三太子生日是不是5000老师？所以我们家从昨天晚上就很热闹，而且一路热闹到11点哦。11点哦，因为太子爷生日就是今天的样子，所以不好意思，就要强迫大家听一下那个文化传承 BGM。我们家楼下就是常常会有宫庙的文化传承 BGM。昨天是演歌仔戏，然后今天是正头。对，大家会不会放鞭炮？有可能，好不好？对，秉持着本频道要文化传承的这个初衷，对，偶尔来一些文化传承的 BGM 也是可以的，你们说是不是？这首歌叫做《祝生》。祝生就是这首歌 BGM。 那我们这个迎合这个祝生娘娘，来一点正头宫庙式的 BGM 也是没有问题的啦，好不好？文化传承，谢谢大家，谢谢。早音还有一点点吗？彩彩草喵喵王子，好彩彩，反正这一条算在你头上。要说清楚是娃娃。谢谢晨晨没杂音。是的今天是99重阳，然后以及我们哪吒三太子生日祝福生日快乐，真的有看到最大声好热闹。对，不好意思，要强迫大家听一下文化传承 BGM。上次强迫大家听文化传承 BGM 什么时候呢？4月份跟绿茶姐妹我们文在公视的自在日常，莫名其妙一直狂半线就算了。对，我们家楼下又开始了文化传承 BGM。对，我们公视频道对于文化传承不遗余力，对，被我家的 BGM 被迫要公视频道的观众也要一起文化传承。你说现在跟你身边过三太子生日，对，所以难怪这么热闹。而且我昨天也是刚好有一些命理的事情要请问5000老师，对，然后5000老师他就跟我讲说，刚好就是太子爷生日，然后我有跟他讲说，我10月份不晓得为什么有一堆鸡王，但是就有一些不安心，是因为接下来11月、12月有很多大活动啊。11月可能我想一下，走中奖颁奖典礼吧，然后还有11月2号金米奖第3届的入围名单又要公布了，好期待哦！对，好期待。对，希望这次有机会可以入围一下，蹭一下。对，然后接下来比较大的就是12月的年底我们要发行专辑。对，那因为就有很多活动环环相扣，所以现在就变成说我现在身体一定要撑着，不能感冒巴拉巴拉的。然后有跟5000老师讲一下，然后5000老师说可能看有没有这个缘分帮我请一下保镖。5000老师请问有保镖愿意来保护我吗？有吗？请问有吗？还是没有？没缘分就算了。没有人想保护这只猪这样子。没缘分不强求这样。因为5000老师很好他说不然猪猪我帮你问一下太子爷要不要就请个保镖这样。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请到啊，就这些我觉得看缘分这样。你看在你身边照顾你是太子，跟在你身边照顾，真的假的呀？晨，时间过好快，11月让我剩1个月，真的太快了，真的。体改上次吃双才昨天没想到，真的耶。我们先看我们11月2号我们频道是不是有机会再入围一些奖项，希望。记得谁的生日语音有等一下你是说我吗？我录给彩彩的吗？今天也是天上圣母，真的假的？今天这么热闹哦！我不知道今天这么热闹太热闹了吧？怎么举捧旗好，时间来到了3点34分，我还没开始开箱，对，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跟你们聊聊天，真的太好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貌美的成员们，以及后方的你们，对，谢谢这次 V Stage 可以圆满成功，真的很感谢大家。
对，然后我们也期待下次第3届的消息释出，真的。然后班班真的香，我在后台一直偷看呢，不，我不是偷看，我是光明正大看。班班也知道我一直光明正大看，谢谢你们，真的都很香啦。我觉得这次真的我们的成员真的都要拍拍手，大家真的都很赞，对，真的超赞，都超努力的这样。希望走中也得嘛，拼一个多金多子多孙嘛。真的希望希望我们在做的这些事情可以被更多人看到啦。那走中的部分对我们而言真的是一个很意外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喜讯，这样子。对，虽然说还没有到得奖，但是我觉得有机会去走一下，真的就很棒了。那11月15啊，就基本上是 Double 老师跟娘娘他们会一起。然后至于我的部分，我是委托巫仙，对，请巫仙就是可能会带着非常庄重、非常庄容的一个仪式感的一个状况做一个进场。对，那至于当天巫仙要怎么弄，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对，就是一个庄重、从从容容、庄重进场这样子。上次看到太子跟他的兵将是你在当兵的时候吗？真的吗？因为我记得雅晨也是这个体质，都偷抱吗？好羡慕吗？对，而且我不止抱一次。我不止抱一次，不是因为板板真的很辛苦啦，对，就办活动真的超级辛苦的，对，所以我觉得，我就除了通通之外，很像每个人都有报道啊，对啊，我除了通通之外，每个人都有报道啊。好啦，不然你们下次看板板要不要开一个就是类似一拳特点那个抱抱特点啊？好，10万块一抱，看你们要不要加一下吧，对不对？这样你们也可以报道啊，对不对？可以组一个什么女子团体的，是不是？女子团体是吗？要看一下是什么样的女子团体。然后你没说我摸一下，等一下，我又不是你们这个臭男生。我们女生自己有的东西，说真的我会没兴趣摸，顶多会一直看，你知道吗？检查这个边在哪里？现在好笑的是，永远是看我讲就猪猪。对，不是啊，因为我每次看到他娃的装扮，我都说，你后退，我要看一下你。一定要的吧，因为你们都是盛装打扮过来，所以其实我那天反而是我一直盯着你们瞧，因为我觉得每一分每秒都很重要，所以那天我一直盯着你们的瞧，我就连马克先生穿什么样的鞋我都盯得很仔细。他那天马克先生那天鞋很漂亮，好不好？然后他哇那天那个短靴，哇靠，去哪里买的？要不要这么漂亮？还有那个裙子的蕾丝，怎么了？为什么可以这么美？太美了！对，软烂板板真的，而且板板很好笑，他连续2届一上台就。我昨天没睡，而且我现在都会学板板那个碎念的那个，你那个板板碎念的口气，就但很好笑。5000握一次手，是不是？我们的握手会其实就是这次总 total 是4000啦。那至于下一届会不会又涨价，不知道齁。对，总之一拳是7500，那要。抱特点一定又更贵嘛，我们就看板板想怎么开啊，对不对？明年不会要女装是好不好？你要女装早说啊，你可以跟他娃娃牵手入场。行佛感谢加入38个月住在专员，薄荷女装赞可以啦，我们他娃这边可以支援啊，对不对？明天不是明天，对不起，明年你们可以比美，每个都来比美这样。明天彩彩穿女装可以出看，我觉得彩彩。穿女装没有关系，但是今年那个领带甩头到底怎么回事？今年那个领带甩头真的超好笑，你们到底是哪来的领带甩头？重点是那个甩头的状况还被摄影师记录下来，真的是很好笑，你知道吗？超好笑！我觉得这次摄影师很棒，这次摄影师我们大家也都一致公认，他真的 CP 值很高，而且超敬业，而且拍的真的很好，我们真的很开心可以收到很多美照。对，明年没有吗？没有吗？薄荷，薄荷从男公关迈向女公关了吗？可以啦，我们薄荷也是生气型的，对不对？好，我们带着这个文化传承的 BGM
好了，我真的要来开箱大家的礼物了。好，这个目前就是在我们桌面上，好，大家所看到的，谢谢我们三哥在那边普发，不是普发，对不起。好啦，普发金金芦笋汁，普发现金差不多11月5号就可以线上登记咯。普发现金，那我们也期待一下明年，可以让我们三哥真的普发100罐金金芦笋汁，就代表什么？代表我们金曲奖有好成绩了，好不好？谢谢三哥，好不好？谢谢。好，那金金芦笋汁先放旁边然后我看一下明年你们已经讲好一样是男公关是吗？说真的，你们今年真的是超帅的，你们今年真的好帅，真的。亚东那个真的很好笑，亚东真的很好笑，好不好？超好笑。然后出镜5亿就当小丑吗？你不止出镜5亿当小丑，你每天都是小丑。摄影师好厉害，可是被观众挤在墙边嘛。我觉得摄影师真的有刻意捕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怎么讲？我觉得我们家观众很棒，就是说，像我自己其实也是啦，就是说可能因为大家都熟男的关系，就是你们不只会照顾我，好会欺负我之类的，你们也会去帮其他的 V 做一些什么暖场或者是一些气氛，真的气氛组的。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在台上，我自己也会觉得说这个是大家的舞台，所以我也会特别想说去照顾一下可能其他人之类的。对，因为我知道你们也会照顾其他人，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默契，是不是？我不是故意不看你们啦，我想说要照顾一下其他人，然后重点是看你们又会想又会闭嘴，就没有办法精明干练，先不要看。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明年还有的话，我觉得大概也会这个形式嘛，你们一样会是那个很嗨很闹很疯的气氛组。我这边的话除了跟你们打闹，也会去看看其他观众，或者是说在其他 B 棚需要接话或者需要原话之类的，我也是尽量去接住之类的，因为我希望这个活动可以圆满，更加圆满这样子。明年可以不要西装吗？可以啊，明年你们不是已经决定好了吗？就是那个很那个什么白色可以不要啊，变成肉身，然后穿那个什么那个有点像进击的巨人的那个黑色的部分留下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那天也是普发现金，11月普发，我记得是11月5号可以线上登记啊，然后穿衬衫就好吗？明天衬衫加什么袖箍是不是也可以啊？或者你们衬衫可以不要啊？衬衫可以不要，可以袖箍，很酷，好不好？星期六可以看女装薄荷吗？为什么星期六可以看到女装薄荷？然后没办法，你们是暴徒吗？我跟你讲，你们暴徒，你们也可以就是把你们的衬衫脱掉，然后就只剩下可能一些袖箍或者是一些绑带性的东西，然后这接下来怎么样？51的观众宫庙风围绕在你们旁边，然后接下来 key 档，马上暴徒就出现了。我们看一下5000老师当下要请哪位神明下来，是不是超级文化传承？5000老师又在线上，是不是那个符写一下？马上我的那个卡甲台摇板唱下去，搞不好明年有那个祝生台摇板，对不对？又形成了一个文化传承双赢的局面，对不对？好，对不起，刚背到，等一下，陈哥你可爱心威胁彩彩，明天之后彩彩就是西装。这位是爽子爽哥你好，工作很忙萨瓦狗，爽子你好，虽然跟不到直播，但歌会都有在做杂事的时候听。SC 包含听歌费，这个月15号爽子做路难变真的吗？恭喜耶！哇，恭喜，就是成为了想要的样子，这个真的是成为了想要的样子耶，我觉得你们超赞的。然后恭喜演唱会顺利吗？谢谢，谢谢爽子跟我们分享这个，谢谢。不晓得为什么让我想到了，就是前阵子那一脚在捷运的那个敷蜜阿姨，你们知道吗？我觉得大家都成为了想要的样子，真的是很棒。对，就是我觉得他有一个观念很好，他就是说他希望他不要打扰到别人，但是他想成为他想要的样子。我觉得这一句话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点，不是黑佬啊，听到这种路人讲，
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也谢谢爽子跟我们分享，然后也很恭喜，很开心你可以成为你想要的样子。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飞年川希望真的很帅，帅你们都帅好不好？不好你们都可以考虑吗？然后Yusaki 桑いらっしゃい，Yusaki 桑过2天要去日本旅游了，不然 Yusaki 桑原本也要进录音室，就刚好要卡到他日本旅游的时间。白色不要，有那种七彩衬衫啊，可以，七彩衬衫可以，七彩衬衫拜托，七彩衬衫可以。对不起，我很开心，所以我拿起了手指虎。七彩衬衫可以吗？我可以跟你们预约七彩衬衫吗？实在是太长辈了，喜欢太长辈味了，我喜欢，可以，一定又是就是 V Stage 最下趴的一群人，太棒了。我追不到聊天室啊，等一下咸蛋超人内裤，胖次在这里，好可爱。好胖次不穿上吗？我们还剩下最后7只，快把它带走。好胖次，然后一人一套皮，甚至什么野兽前辈登场，野兽前辈还是那种女装吗？画面太美，不敢想象。恰恰，明年要不要来我来揍一下？恰恰，那我就迟到去后面好了。你要不要听看你在说什么？不是啊，我觉得武清老师在啊。等一下，好了，开玩笑。好了，武清老师没事，我被盗。别抢我的位置哦！追星大哥好，武清老师默默，对，武清老师有默默潜水着。然后好 ，OK， 爽子，恭喜你哈！要去录音室吗？可以啊，嘉诚，你当然可以去录音室啊，不用怀疑。确定是七彩衬衫，可以啦，拜托你们七彩衬衫一下，拜托，可以。为啥不是什么线条 polo 衫吗？我觉得七彩衬衫很有味道，可以啦，七彩衬衫我有很多那个梗图可以做，好不好？我真的觉得每一届 B Stage 你们都有很多东西可以让我玩就今年 B Stage 西装爆土之外，金金芦笋汁，我跟你讲，这个啊，那个明年如果还有金 B 奖的话，这个也很加分好不好？然后明年衬衫，好啦，明年有衬衫啦，给你们衬衫了，好不好？好，我们长官已经预约蓝色，是不是？幸好不是黑白 pose。等一下，你们如果想玩监狱服 play， 我也觉得 OK 啦。开台吃饭好像反省吗？不会，可是我觉得武清老师没有在反省。好了，不用反省了，你们每个开台都欺负我，每一个。等一下，我要指这里，每一个开台都欺负我，每一个，不止武清老师，好不好？每次就是私底下私讯你们，不知道礼貌几点了，然后就只会开台欺负我，每个都一样。好，红橙黄绿蓝靛紫，被迁入场。好啦，彩彩说她想被迁入场。好啦，说时迟那时快，我觉得再聊下去，我可能到6点还没开箱，我现在就边聊边开箱吼。谢谢，这是 YF 先生送猪猪的猪血糕，我们现在来开箱一下。新城伊拉塞，谢谢你们。那天还有拿一些礼物给我们，虽然说这个礼物是 YF 先生在好像好几个月前就已经要送给猪猪了，对，但是V Stage 演唱会才收到，才放到我手上。而且我当中这几个月我一直在想说，奇怪 YF 先生是有东西要给我，我一直想不起来。对，然后原来是这个猪血糕的坛子。等一下。他很抱歉，但不会反省。什么喵喵好坏？他这个猪血糕啊，等一下哦，他还有附贴纸他这个就跟我上次自己买的那个什么电子花车一样好，你们都没有欺负我，好，每个都没欺负我，好，就我自己欺负我自己哈，我幻想你们欺负我，这样可以吗？好，都我幻想的哈，对，幻想无罪，这样好吗？我要怎么放上去？等一下哦，看一下哦，啊嘞，等一下哦，
它不是就是这样放上去吗？它还有什么吗？呢？这样吗？这样子，对，这样子，等一下，我觉得这个我会装啦，这个我会啦，对啦，我装好了，我会啦。还有台式牛排，真的假的？好喜欢哦！你看我装好了，我好棒。然后贴纸，我们来贴一下，牺牲一下，不好。背后可以装电池啊，居然还会发光哎！好，谢谢 YF 先生，我现在先把这个猪血糕摊位把它，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现在这个应该是贴在这里，而且啊，我现在在组装这个很有夜市风格的感觉，就很像庙会，有没有？然后现在刚好就是我们家楼下又各种庙会 BGM， 有没有越来越庙会？好有感觉哦。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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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好，猪血糕。然后，它这里也可以贴，就是大只小只，是吗？牵着女装仔仔入场。不要，你不要跟我拼图，拜托，我不要，我多里马斯组装好的掉了，等一下，好有感觉哦，好可爱哦，超可爱的，我继续来组装继续来贴，然后接下来是，而且它这个摊位在士林呢，谢谢汤包哥其实那天有去哦，汤包哥，我那天没有好好的在 VIP 跟你握个手，很可惜。希望下次有机会在 VIP 资格看到你，好不好？真的 BJ 啾啾主行曲吗？那是什么？汤包哥，感谢你那天有特别到高雄来看猪猪，很开心，真的。然后啾啾处刑曲是什么啊？薄荷说不会出什么东西。好，然后，它，还有这个吗？好，应该是这个。这个我至少还会拼装好棒哦！这个超级幼稚园阶段的这个，至少我会拼装一下，把它贴好就要完成了。突然想到，彩跟套娃可以做一个大哥哥小队，为什么是大哥哥小队？还是你们干脆就是哪一个扮警察，然后那个警察叔叔就是这个人，然后彩就被带走这样。我觉得他很想被带走。这个是这里的吗？应该是这里的。我这样是完成了吗？有没有这样子吗？我的哦，而且汤包哥的那一则还被审核，汤包哥那一则就还被审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是裸的就算了，明明有衣服在你们旁边，然后还不帮他穿上胖次，你们到底居心何在？要穿胖次知道吗？谢谢 YF 先生，我已经应该是可以了，对，我煮好了，我们很棒。
多种族文化，主题与他愉快，气读卷，小喵喵，可以耶，姐姐好喜欢哦，感觉像扭蛋机，对啊，好可爱，好喜欢哦，哎，好喜欢哦，谢谢，这个收下了，而且我真的把它贴完了，好可爱，哎呀，感谢 YF 先生，对 FBI， 然后哎，大姐你还没睡觉，你尊重 LF 爸爸。LF 爸爸现在已经要帮我弄新衣装了，我那个新衣装一定是有胖次的哦，有胖次，下次煮钢蛋可以不要吗？可以不要吗？然后好，我们接下来，接下来把大家的礼物来介绍一下哈。在那之前，相信大家应该那天都有拿到这个啦，一拳特点，就是我们有加购一拳特点的你们，好，以及米娅 T 大家特制的这个一拳特点章。YF 正在偷偷训练猪装的，被发现了，原来是这样子吗？渗透第三季赶快那种夜市小吃就不是问题吗？其实我觉得没有不行对，只是因为那时候高流的场地规划，如果要这种夜市感的话，可能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有做一些规划啦，因为毕竟如果太夜市感的话，又担心脏乱。没有收买，我们爸爸只是要老实呈现我的胖次，有没有？而且我不晓得米娅她会做的这么精致那这个可能就听说可以盖1000多次，但是上面有2025，对，也就是说今年盖完就没了。我在想说，我今年尾牙的时候是这个就让大家抽掉，当做是奖品之类的，对，因为2025做一个纪念，因为明年2026，我觉得我自己应该会设计新的。那这个2025有机会，我们今年的尾牙可以给它抽一下抽一下。好，丢出来参考图，觉得我觉得没有的几率更大。你是说星爷的那个猪肉佬吗？有啦，那个就只是其中一个配件嘛，一定有的，反正你们要相信有。煮猪皮为主，客制化钢弹箱，不要钢弹，找不到 C 字裤他们负责，不是。那里面没有 C 字裤就胖次一件，你们就穿下去就好了齁。尾牙有黑箱，尾牙没有黑箱，尾牙是公平、公正、公开。这看起来对啊，好精致。但是2025盖完之后，可能我们明年可能就不能用，我不如就尾牙的时候，可能让大家抽奖抽掉这样子。对，然后至于明年，好快哦。明年是不是有机会我们再来设计不一样的？我觉得是有，但是看说是飞梯还是怎么样的。OK， 好，等一下我看一下工作讯息哦，等我一下。最近就真的要边开台边干很多事情哦，谢谢你们。其实我真的觉得每次开台真的对我而言都很舒压，超级舒压。开台对我而言很重要，对，太重要了。是西瓜老师吗？西瓜老师是你吗？西瓜老师来了，西瓜老师，我们刚刚在讨论说，我们刚刚有一罐在你手上，因为我原本有一罐是5000老师的，但我不晓得5000老师跟大宝老师有聚餐，不然我就拿给大宝老师了。有一罐在西瓜老师身上，我们看摇摆叔叔，我们西瓜老师就是我们台摇版。还有我们嘟的爸爸，谢谢西瓜老师。哇，说好了都胖，而且嘟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大佬们最近已经有做一些我们歌曲的试听了。对，这些要进录音室的大佬们呢，已经有1-2首歌曲试出，让他们听到了。对，然后这些歌曲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西瓜老师。对，真的是谢谢，感谢老师们的付出。没有，这次一定要有趴有，而且为什么我跟你们讲，
有胖，其实我有原本想要立旗调皮一下，是不是立个 no 胖旗，然后可能那个数字也是大家有办法去达标的，然后双赢嘛。可是我又想到后面的一些带来的一些东西，所以我现在这个旗不敢立。我等下再跟你们讲说为什么。对，希望老师超赞的，而且也谢谢，就是我现在一私讯就是要进录音室的大佬们，然后大家多少都已经有试听过这次你们要帮我合音的这些桥段的部分，我听到的反馈都是很让我觉得很感动的。西瓜老师他们真的很喜欢这些歌曲，我真的很开心。好，在工作室吗？谢谢西瓜老师，辛苦了。对，所以大佬们其实已经听到他们要录什么了，他们也是准备在礼拜六要进录音室录了。对，谢谢你们大家，真的谢谢你们了，我超谢谢你们。然后至于就是我的新衣装，我原本其实前阵子我有在想说是不是开一条那个 no 胖的募资条达标，然后我就真的这一次我也干脆就是 no 胖嘛。对，可是我想了一下后面带来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不太好，是因为跟你们讲也没关系。简单来说，我们这次的新衣装我们想得很长远，我们这次的新衣装如果我们在这个金曲上面的成绩真的不错的话，我们真的有机会到入围的话啦，那这套新衣装其实我们的团队是有打算直接真的把它做出来。那我自己是或许真的有机会去走这个金曲的红毯。那当下我们如果在频道内，我们可能会互刁嘛，猪猪75C，猪猪什么什么童叟无欺，猪猪什么精明干练，猪猪很蓬什么金猛干练什么猪猪 no 胖什么的，我觉得这些其实在频道就打来打去闹来闹去，就我觉得 I don't care， 就讲干话好爽可是今天一旦我走到了那个红毯上面，这些东西可能会对于外界的人而言是一个很比较藐视女性的一些讲法。他们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的观众只在意我有没有75C？为什么他们只在意我有没有穿胖次？他们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他们不是关注在我音乐上面的东西？这个就造成误会了，你们懂吗？对，所以我相信你们分得出来，因为在频道大家就是闹来闹去，这个就是我们的内梗。对，然后今天我可能就是好，我新衣装，我今天要开个募资条，这个募资条到了我就 no 胖。OK， 其实是可以做到，但是会变成说，就大家如果啦，我们真的有机会走上金曲红毯的那一刻，那大家一定会很兴奋嘛。猪猪今天穿着这套新衣装，具现化的新衣装，是不是也 no 胖？那又会变成一个很有趣的讨论点，在频道内 B 圈的讨论点。可是如果要上了这个金曲奖的红毯，人家反而会觉得，就是会觉得说，难道没有更好的讨论的东西了吗？就他们会误会，你懂吗？我就不希望你们被误会。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家的观众已经够成熟了，已经够好沟通了，因为你们很多都是大老板，很多都是主管级，甚至65岁以上的阿公都有，甚至当爸爸的，然后教育小孩的，你们都了解。对，只是我不希望我们这些内梗造成你们被误会，这个是我最不想要看到的。对，就是现在其实知道你们疯疯癫癫的，就是因为连我自己很喜欢开台跟你们讲干话，就是这他妈超舒压，超级舒压。对，可是我希望这个干话就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频道玩，然后大家就是一起舒压，一起玩，然后我知道你们刁我是为了什么，然后我刁回去我也觉得很开心这样。对啊，只是现在我很担心说，如果今天好，即使我这个募资条就是真的满了，那我就是说我这个新衣装人设是 no 胖嘛，那 no 胖一定会被大家拿出来玩。那这个状况下，今天我如果真的走上去了，现在 YT 直播也是很盛行，不管是走中奖、金钟奖、金马奖那些 YT 直播都有。那我是希望说，就是这个 no 胖的话题，我们可能就在，如果我真的有机会真的走上这个红毯的话，我们尽量不要在那个地方讨论这些东西，75C 也不要。对，因为可能会造成人家对于我们观众的误会。因为对我而言，这个就是你们很欠揍，你们很可爱，可是对于怎么讲？像现在性平有些东西对于男生而言是会比较，你们会比较难去琢磨，就是说会不会怎么样，一点点就会冒犯到女生。那
就是很担心你们被误会，所以我想说我这个 No Pang 的人设我还是就不要放进去会比较好，所以我是想的比较远啦，吼，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才觉得说 No Pang 这个东西我们就当频道内梗玩，就是新一庄有没有 No Pang你们可以拭目以待，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暂时不会把 No Pang 这个人设放进新一庄，先不要。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我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能力站上了这个金曲的红毯的话，我相信你们讨论的东西一定会是更加深入的。对，因为你们很会看场合，对，你们内心知道 No Pang 就好了。破圈，对，因为破圈其实相对而言迎来的就不是这么多的自由，破圈很多会夹杂的不理解，懂吗？那些不理解会造成说可能别的圈子的人会觉得说我们一圈的人怎么老是喜欢去讨论什么胸部、屁股、胖次，对，但是我是觉得这些东西只要了解了就其实是可以被解答的，但是大部分也很担心就是说 focus 在这里的话失焦，对，就是也不希望你们被误会这样子，对，反正你们知道没有，你们我没有 No Pang 啊，我为什么要去承认我 No Pang 好了，不管我有没有 No Pang，我觉得现在在这个频道讨论是很轻松的，甚至就跟其他 B 朋友讨论，其他观众讨论其实是很轻松的，但是我想的是比较长远的东西，就是说今天一旦破圈会变成说我们会变得比较讨论的东西会被局限，甚至就大家可能要披上那个斯文败类的面罩但这个斯文败类面罩之所以这么重要，这也没有办法，它就真的很重要。对，我们就可能只能私底下就是在讨论 No Pang， 或者我未来就比较常开会线，我们可以讨论 No Pang 什么之类的。对，但是可能一旦破圈了，我们要讨论的东西，可能在比较公开场合的时候，就必须要戴上一个斯文败类的面具。谢谢大家。所以你各位就是在那个我真的有机会走金曲红毯，请各位戴上斯文败类面具。CCK 老师赞的 ，CCK 老师你有没有听到？我们本频道现在你那个开大声一点，有那个文化传承的敲锣打鼓声音。我们今天迎来我们太子爷，我们哪吒三太子爷生日生辰。我们楼下现在很热闹的阵头，咱个播黑瓜戏，我们昨天还在歌的歌仔戏文化传承，舍我们其谁，好不好 ？CK 老师来晒，这不愧是我们妈祖托梦过的 CK 老师。我们 CK 老师最近那个画技突飞猛进，一定是因为妈祖托梦过，我妈祖选的人选，好不好 ？CK 老师来晒，对，所以谢谢你们啦。我讲了这么多，其实我原本没有那么快要跟你们说，我原本只是想说，是不是在我们今天报了金曲奖，然后到了金曲奖之后有入围，再跟你们讨论这件事情。可是我想了一下，因为毕竟我们像新一庄已经开始在做了，然后再加上我们大家也很喜欢玩就是 No Pang 来 No Pang 去的东西，我想了一下，其实早点让大家知道说我的考量也好，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礼物开箱就只有开这个然后就聊到 No Pang 了，No Pang 是一个好可怕的话题你不是有在健身吗？对，我们可以讨论健身话题，我们可以讨论今天那个蛋白质摄取量够不够这样子。对，不知道不认识的人会让人觉得对，没有错，小喵喵，对，所以就会变成有，我们鞭炮声来了，有没有？对，健身为什么健身等于 No Pang 啦？就有种那个人不要到别的地方乱玩的感觉，跟观众那种争议的，所以就是变成说。因为其实 No Pang 什么的，其实在 B 圈很像见怪不怪，对啊。但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还蛮多圈子会走来走去的一只猪，因为我是一个E人啊，所以我的生活圈其实是还蛮多元的，就是说这个圈子也有，然后这个圈子也有，可能丑男圈有，丑女圈有，然后还有一些。熟男圈、熟女圈，还有长辈圈、我的姐妹圈、绘图圈 ，B 圈是现在的这个状况，然后绘师圈，然后现在音乐圈，各方面其实基本上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还蛮厉害的，所以每次跟他们聊天，其实基本上话题都必须要拆开，可以聊的放这边，不能聊的就真的不要聊，会造成误会，对，所以就变成说。就我很担心你们被误会，就我不要你们被误会，因为你们都是好孩子，对，大概是这样子，好像妈妈在担
担心小孩子被误会，他很乖的，他只是交了 no 胖的坏朋友，他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穿胖次，他不是故意让这个娃娃 no 胖的，对。我们这个娃还剩最后7只，欢迎大家可以选购起来。对，和李拉伞，完全迷版主播说这么不好说，也谢谢你们啦。对，我知道你们其实我讲你们都会明白啦。对，听到下次又等一下。等一下，没有实际跟老师，我真的没有啊 no 胖，可以给我一件胖次吗？我跟 LF 爸爸求胖次求多久了？我在 LF 爸爸那边求不到胖次啊，我的胖次！中南部说每个中会被文化传承吵醒哦，是，要开发处了哦，no 胖没有关系，有上来我鸡皮干练3个，别怕我上面杂讯给弄到听不到吗？哦，好。但是如果好像听说你们把那个 VGN，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频道的声音稍微开大一点，多少会听到一些咚咚咚咚的声音啊。对，这么多就猪圈。好啦，猪圈最近那个非洲猪瘟，希望可以成功的挺过15天。我那天去阿姨的摊位，就是我们频道内跟大家开始相爱相杀的那些猪肉料理，全部都是来自于阿姨那边摊位上面的新鲜猪肉。我真心的希望这次猪瘟不要再扩散了，就其实还蛮难过的。对，我还是很乖的，因为被朋友带坏了。误会没那回事，产子跟妈妈。汤包哥，我问你，最近台中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可以问吗？我会不会问一下就被消失，就被自杀？我觉得最近台中好可怕哦，就空中飞人，或者是你开车开到一半是自己去撞铁板烧店，然后还被人家被自杀还是这个话题不要聊好了，他聊下去换我被自杀。当初没设定好了，no 胖是拒绝变胖是这样吗？大姐，不是为啥你们大家大吗？都是我家小孩被带爸妈一定说我家小孩带坏别人家小孩。很多人都知道，台中已经变成了那个很可怕的样子了嘛。可是我想问说，为什么会这么轻易的就有办法？我的脸好可爱哦。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有办法让这些人被自杀？我觉得好可怕哦。接下来准备支持了，该久违的穿上。会啦，就是我希望可以带着大家的祝福，以及很多我在这条路上坚持的东西，然后当我们团队真的有机会走上红毯的那一刻，我要让大家看到说我们家的观众真的是很令人骄傲的。对，你们都带坏我，你带坏别人最近台中蛮和平的吗？好，那一定是我误会了。我上次这样掀起来才发现我的脸好可爱哦，快点把我带回家穿胖次，是要节省胖次。像我肯定是别人带坏，好，猫薄荷是别人带坏的，我确定都是彩带坏我们，只是日常被爆出来。所以说台中基本上那个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吗？那为什么这些东西居然可以不被调查，就这么轻易的就被盖掉？到底怎么回事？底下已经不知道渗透多久了，可能好可怕哦，行吉玛桑，已经不是最近的事情，是行之有年就对了。那个不是到时候只是没有被爆出来。天哪，这状况其实一直都有，只是难怪之前汤包哥会说那个海边太多监视器，山上比较好处理。好可爱，好可爱，雅晨好可爱哦！雅晨，你的娃娃快到了，好不好？等板板出货。不止台中，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吗？小喵喵不需要，没关系。小喵喵，听姐姐的话，不要去找，很可怕。高潭市就绑定很久了。我想请问一下，到底那些人为什么会被消失呢？我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不敢再问了。我只是很好奇，这些人为什么会被消失？做了什么事情吗？
一定是外面有帮娃娃穿胖次，你们小心，你们没有帮这只娃娃穿胖次，就是会被消失，是这样子吗？我爱福先生，对，你是被带坏的，对。哦，梦优伊拉萨，为什么这种事情可以变成见怪不怪？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台南、高雄，对呀，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怕，这是让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为什么见怪不怪了？为什么可以见怪不怪？找不到胖次，有附赠胖次，有的啦，汤包哥，真的啦，你再找一下，不要无视那件胖次。之前高雄不是有那个什么黑社会被丢东西吗？啊，这个我好像没follow到，是吗？蟑螂须，天哪，居然在你家附近，台中公园什么？不是吗？恰恰能跟板板相对。不行，你们要去跟板板要胖次，知道吗？啊，对耶，他哇！天哪，我觉得我今天的配信可能要把它转私人，不然下一个被消失的是我。爱河有吗？我怎么觉得高雄蛮和平的啊？最可怕真的是都……对啊，我觉得如果有处理好，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就算了，但现在被爆出来，感觉大家也见怪不怪，这是最可怕的事情。等一下，绿丰夜市附近有吗？我不知道哎，爱河我真的没有听说过，因为高雄其实真的很和平，所以哦，拜托，不要是我想象的那样子，那样真的不是我乐见的啊。好啦。总之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和平的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开心的生活着。对，家里附近卤肉饭跟对啊，最近没猪了，希望可以挺过15天。马上，CCK 老师不要查了，不用查没关系了。哎，何去？哦，等一下，大宝老师你出现了，大宝老师你还好吗？大宝老师。大宝师，伊拉夏，大宝师，我今天原本想礼物开箱，可是我这就开了这个，然后就开始跟他们聊那个新衣装的事情。大宝老师啊，你辛苦了啦！来，我们给大宝师一个掌声。他昨天稍微病倒了，然后我今天早上其实也觉得不太妙，我觉得我想去看个医生，先拿个备药，然后我顺便去打了那个流感疫苗，想说先打起来这样子。夜市那个有段时间了，对，两位老师出现了，而且刚刚西光老师也有出现哎，谢谢我们这次强大的团队们，对，你们都要顾好身体。然后5000老师的在我这边，对，我在看怎么样再拿给5000老师这个金金芦笋汁，对，有些还结婚了，那个巷子也是平时，好可怕哦。3例多久查出原因，结果就台中完全是，对，我觉得高雄会去查，可是台中那个基本上感觉也没有，就他们也没有想查的意思，然后也没有人去质疑，没有人敢去质疑，很可怕哎！还说什么无外力介入，到底会给他擦药吗？好可爱哦！啊，两位老师一直都在，是不是？啊，大宝老师，谢谢大宝老师，大宝老师要好好养病。有一种说法是，那些经由地下中国的银行借钱还不出来，就会被。哦，好，之后被好，这个其实我之前也是有去查到，因为我真的好担心这个状况，就不会中标，因为每次好啦，那你们不要拔这个旗就好了，对，你们不要拔这个旗就好，台中根本没政府，好啦。哎，领地身份是你可以参考一下菲律宾那边某个，天哪，这个好可怕哦！啊，差不多可以换什么？换胖次吗？才不要换胖次，这个脸真的好可爱哦，怎么会这么可爱？而且它这个用料真的很扎实哎，它这个基本上成本已经算很高了，它成本其实算超高哦，娃娃的成本超高，对，所以。你们收到的时候会发现它其实很重，用料真的很实在。大不好哥下午好，高几率是好吧，那跟我查到的东西差不多，好可怕。我查到这些会不会我明天就被消失？好啦，
好了，希望大家都好好的。来，趁我还没被消失的时候，我们来继续来开箱。哎，太可怕了。我先从我看一下哦，纸本的东西，对，用料很实在，它哇，哇，啊，所以台湾这个算小儿科是不是？卖过护照，像有人说替代人口进来洗，好哦，护照30万，对，没错，对，身体里面被塞得满满的，就跟你每天一样吗？在猜，卖过护照，办过中国生，哇靠，好可怕，好。真是可怕的新闻。好，这是我们当天 V-Stage 演唱会的算是工作证贴纸之类的。然后，啊，等一下，为什么我会拿到这个？等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等一下，不是啊，等一下，等一下。不是，为什么？不是啊，到底为什么？我为什么会拿到这个？这个不科学啊！等一下，不会吧？孟天堂先生那天有去吗？不是啊，不是我这边基本上不这不科学啊！不是 no 棒，我没有 no 棒，孟天堂先生我没有 no 棒，不是啊，我这边应该没有任何的一个元素可以让孟天堂先生赚钱吧？我这边基本上，我觉得我没有任何一个性质有办法担得上这5个非常赞的这个对这个品牌。对啊，我觉得我不是啊，而且我超级敏感链的啊，怎么会拿到这个？太酷了！等一下，等一下，而且我去年有跟大家讲过说，其实我去年不是昨天，对不起，我去年其实也有收到邀请的信件，飞机杯。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跟你讲不夸张，我那时候还去查飞机杯是什么，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飞机杯。人畜无害，对不起，孟天堂先生，不好意思，我就是个人畜无害、单纯到不行的猪。我甚至想说，飞机杯是什么？一个铜腕吗？小朋友在玩的，是不是？我搞不好可以代言一下。结果我去查了一下，不妙，我就这个东西很像不太适合我。快点信件婉拒人家，不好意思，我真是对不好意思，我甚至连这个东西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真的感觉很像真的是这不太适任，真的很抱歉，快点回复人家。我见面先发一张，如果不是他们有人去，就是某位面线哦，真是的，哪一位啦？真的是哦，飞机。我以为就像我们女生月事来的时候在用的月亮杯，我以为是那些东西，所以我想说，是不是就是类似月亮杯的东西？那可以就是想说，这个我也想说了解一下嘛。然后我去查了一下，什么靠北怎么跟月亮杯差这么多？我以为是新研发的什么月亮杯，什么进化版飞机杯。我真说大人的世界好复杂哦。好啦，也是玩具，对你们而言是玩具，好不好？就是对，我很乖的，就搭飞机出去就可以带了。是这样子，可以抗那个高空的气压不平衡，被发预告。好，总之就是很公谦的玩具了，对，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不适合，对。然后这位是比尔书位比尔板板这边的顾问。对，谢谢你的名片，这样子，我们今年也是受到了就是比尔板板的照顾，真的很感谢。然后这些，又是 V-Stage 演唱会的第2张工作证哈，一种是芥红色，一种是白色。大姐，好露骨哦，
我当下长知识了。对，这什么都没有。好，这个是G，这是个游戏公司吗？好，这应该是香香的那个什么，对，比尔板板啊。然后，毕竟猪猪看的本本都是，对不起，对，因为我看的本本就是口味比较重，就是什么杯子不需要啊，因为有攻有受啊，不需要杯子啊，又不需要，对不对？有攻又有受，干嘛需要杯子呢？对不对？我看的本本都不需要杯子的啦。对，好，谢谢这些明信片，我收下了。然后，这是米娅给我的，好像是去年的 FFK 耶。我看一下，有用的。用过的卫生纸，我也直接检举。我跟你说，而且我跟你们说，就是每一个摊位上面不是都会有图吗？来，我找给你们看，我去年 FFK 摆的图是什么？我看一下哦。我去年的摊位的号码是什么去了？瘦就是杯子，对，你们说的都是瘦就是杯子，没错。等一下，不好，你如果需要去找彩彩啊，你需要去找彩彩。然后，对我是直接摆食物我是摆我们的高阶会员回馈。那时候米娅有截图给我看，但是我摊位去哪了？我的摊位在哪里？去年是 R18， 是不是？去年是 R18。等一下，不是，我觉得我被骗了，不是长官你骗我。我想说R18，我还以为真的是 R18，我说R18，你们是这样子欺骗这只人畜无害的猪的吗？你们可以这样子吗？我还说R18是不是？我还以为真的是 R18。等一下，在哪里啊？X 在哪里啊？有呢，有没有？我去年场刊里面我就直接摆这个香菜的不知道什么压花蛋糕，香菜艺术压花蛋糕，我还以为你们跟我讲R18，我还真的相信了，画了发。我真的太好骗了，我天哪！这个是去年的 FFK 博2，对，R18是都你们啦！去年真的有观众跑去 R18 就找不到我摊位，气死我。然后接下来是大家送的礼物，讲。好啦，你们没有送我这个是带假发的假发的网子，这不是你送我的，是板板留给我的。一晨猪猪，是汤姆先生已来在，感谢当猪猪编辑那个置顶的那个，谢谢啊！说到置顶这个，天哪，我开台，天哪，我开台几小时了？等一下，我开台几小时了，我忘记置顶一个东西，快点，我们雨瑶的演唱会啊，快点，我要置顶一下。对，我看一下，因为现在就连后台都改版了。来，我们雨瑶的线上演唱会目前还在售票当中哦，好不好？我们这3场都很精彩，然后其中11月8号会有猪猪出现哦，好不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也欢迎这个票可以买起来哦，真的很赞的。那种都你们啦。好，然后接下来。等一下，开宽先生，你出现了，来行来款，这个是我们追声大哥说港口工
天上圣母妈祖，感谢追生大哥。那天我以为追生大哥是汤包哥，因为我觉得他们气息超像的，结果居然是追生大哥。大家有够练灯的练灯，你们在笑什么？在笑什么？你们面对妈祖可以这样子耻笑吗？这样对神明不敬，这样不可以哦，知道没有？小心你们今天上厕所没有卫生纸，知道没有？谢谢追生大哥。哇，我们这个收到的礼物真的也好本土，好棒哦，都放在这边。然后接下来，我差点忘了还有这个。这个是也是三哥做给猪猪，这个是磁铁之类的，好赞哦，太赞了！我们期待明年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名目出现在上面。等一下，猪猪没有很好，片子容易误会，对，它是磁铁，有没有？而且我看到大姐，我等下跟你们讲，大姐她真的。我只能说他有练过，他的撩妹有练过。来，刚好下一位大姐的，我跟你们说，那天呢，我看到你们每一个人是都很开心，然后基本上看到每一位就是不管有没有一拳特点，我们就是先双手紧握，谢谢再说。所以我记得大姐是第一位，大姐来。大姐第一位 OK， 而且那时候我们因为要等拍立得，所以拍立得的状况其实那时候稍微有让大姐多跟我停留了1-2分钟，因为我们在等拍立得过来。而且好，我们就先握手嘛，然后就先握大姐，大姐谢谢你过来，对，感谢。而且大姐那天也跟我讲说，她那天的钱包掉了，超紧张，你知道吗？但还好之后有找到，而且是被善心人士送去警察局，真的运气超好，好不好？反正变魔术就出去，哪有？你知道大姐那天跟我握完之后啊，说猪很开心看到你，然后她下一秒马上很顺的帮我带上去，超顺的，你知道吗？到底在顺什么？我说啊，来，感觉就是用那种安利的方式啊，来带一下，什么鬼？然后握完之后，我的手就变这样，对，握完之后手就变，我说是花了发。大姐，我说大姐你很会哦，你这辈子撩过很多妹哦。然后她默默跟我讲3个，撩过几个妹也跟我讲这样。好啦，感谢戒指这样。会被版权吗？你是说那个金菁芦笋汁吗？很像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应该是厂商应该也是可以被做吧？被做这个讲法有点奇怪。然后变魔术了，结果猪猪。原本你是要变魔术，是不是？那天的钱包，你那天的钱包掉在长官的。等一下，开关先生，你跟长官不就是一心同体吗？你的钱包就是他的包啊，这样没有无违和啊，对不对？对，顺手牵猪，那天真的超会，经验超老道，好不好？真的超级顺手牵猪，好不好？对，来带一下。他真的说来带一下。我那天心里想说，哇靠！我初见大姐就被安利她的这个戒指，你知道吗？好扯哦，超扯！来戴一下，超好笑。大姐那天那个整个神情的，来戴一下，超好笑。上面没有1克拉，没关系，我们那种明年搞不好就1克拉，这样好不好？而且我那天要跟你们分享，超好笑。那天因为我们为什么就是一开始大姐会等比较久，不好意思也让后方的人等比较久，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我们表演人员有5位嘛，我们表演人员5位，但是我们的拍立得这只有4台，也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就讲好，就是我这边可能跟通通要先共用，还是说跟谁共用这样子？对，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瞧说啊怎么办，就是有少1台该怎么办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工作人员就问我说，猪猪不好意思，你可以跟那个其中一位 VTuber 共用嘛，要不然可能就不够。然后
我们其他4个成员异口同声说：“没关系啊，那个猪猪还要揍人，没关系，他那个可能可以等一下。”我还要揍人，就大家都讲的道貌岸然，你知道吗？说哦没关系，猪，而且他们不是在耻笑，他们就是很认真在讨论这件事情。他们说哦没关系，猪可能还要揍人，我说我们时间可以稍微再好好规划一下，就是不用急的。他们就很轻松的用那种在讲工作的态度讲出，没关系，可能猪打要揍人，所以我们时间规划是来得及的。我就突然觉得这句话超荒谬，你知道吗？重点是4个人讲出来的方式都超级淡定，到底在淡定什么？淡定的讲出没关系，猪可能还要揍人，所以那时间来得及，很酷超酷的。我想说，然后讲完之后我说，我说对，我是还要揍人没错，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讨论说我今天要揍人变得很合情合理，到底怎么回事？就很好笑。开的钱就对呀，是不是长官？你们是一心同体啊，是不是？什么开什么朗基努里什么没有石头什么东西，那应该没有99克拉。什么揍人这件事情，对啊，你看5一如果也要踩人的话嘛，那张拍立得可以啦，来得及啦，对不对？对，就一本正经，大家一本正经说没关系，说还要揍人，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规划着。我不知道该哭还该笑呢，就很好笑。对，所以那个时候就稍微让大姐以及后方的人稍微再等了一下，对，因为拍立得不够用，然后留下来看揍人，结果因为钱包问题太可惜了。还好，我觉得钱包事大，揍人事小，钱包事大。好，先把它找回来要紧，而且重点是最后也找回来了，恭喜大姐，好不好？真的是还好，真的有找回来，太棒了。好，我们这就非常油条的帮我带上了这个，这只能说感谢啊，感谢，非常油条帮我带上。然后这个是盛豪请我们的面线转交的，哇，我的财位又要多了，就是很像是有2组的样子，等我一下。在有这个戒指，那个时候大姐有跟我解释说可以变成长枪，天哪！我是看起来很暴力，会喜欢这些武器是吗？对，因为猪要揍人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这样。对，因为我要揍人，钱包事大，揍人更大。对，没人揍人，下次还有对，但钱包没了就真的没了哈，钱包还是要快点找回来。好，然后有了，盛虹的另外一个水晶的部分。我真的觉得我在你们这边得到了好多，就是可以放在财位的一些水晶啊，或者戒指啊、项链啊、accessory 饰品之类的。对，我那些其实你们送我的饰品、戒指、项链，我全部都归位在财位，还有那个金蒙干链的那个什么纸芯带，对，然后各式各样都跟我的那个财宝箱放在一起，这样子，是什么？是，好是，你们说的都是哦，你们说的都是，谢谢色猴。也就是说，我们的财位又多了这2个非常棒的水晶，我们水晶批发商哦，我们的小开盛虹，你们可以不要一窝蜂的试吗？可以不要这样吗？然后接下来，这个手作。我就问长官，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你对吧？你很棒嘛，嘿，通常上面镶的应该是迪卡不是吗？你的 DIKA 去哪里了？谁让你替换成 PON？ 是怎么回事？是谁让你替换成 PON？ 到底是谁威胁你？跟我说 PON 怎么回事？谁碰？你才碰，你全家都碰。这个好可爱，好漂亮哎！而且我跟你们讲，这个有精心挑选过，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去照到这个上面有看到这是什么东西吗？等一下，所以这个蓬啊，薄荷，对，薄荷啊，我记错了啦，对不起，我记错，薄荷，你今天当那个一日长官也可以吗？不是啊，薄荷，我不打算当。对啊，薄荷，谢谢，你连这个猪猪都已经帮我做好了。
好啦，薄荷，谢谢你啦，我烹啦，好吗？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面线手工艺很厉害耶。对啊，不要乱认人，真的不是。好了，薄荷不要哭。好了，薄荷我烹啦。薄荷不要哭，来，为了将功赎罪，薄荷我可以直接戴吗？它会不会碎裂？好了，不要心碎啦，你乖啦。好了，我烹啦，我戴在我身上啊。而且你没有发现我这一次的指甲跟这个超级合适的吗？好，薄荷你不要哭，为了你，我现在就把这个烹镶在我的左手。薄荷我真的可以戴它吗？它会不会碎满地？它会不会断掉？手工面线。薄荷你乖。好了，我现在要戴上去了啦。薄荷，我真的要戴咯。难怪薄荷他之前在 B.C 演唱会之前偷偷问我的手围多少，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薄荷，手链不会碎，薄荷心碎。好啦，我烹啦，薄荷你乖，为了你，我把这个烹戴上去了，可以吗？对。跟我的指甲根本就是一组的好吗？很会耶！我们手工艺秀气男薄荷代表好不好？手工艺秀气男，居然一模一样的颜色，本来就是手链，试过几次应该没事齁，因为我很担心他会不会对在戴着那个，所以我这个手围到底算大还算小？是我也不知道弹力绳不会碎吗？但是不。好了，薄荷你不要碎掉，我跟你讲，都是因为这只猪害的，都是这只猪害我的，对，这只猪，对，就是这只猪害我的，害我把这个烹搞错，对，带上烹里，想知道哦？薄荷问过几个女生哦，其实薄荷也是，你知道，薄荷也是心很细的一个男生他是对。他会跟着大家一起欺负我，但是主动欺负我吗？以前不会，现在会。对，因为他交了坏朋友。他交了这个坏朋友，他交了这个坏朋友，长官。而且长官也是我们手工艺面线组，手工面线组的，对，羊毛毡我其实还没有用过羊毛毡你说我有没有打过毛线？我还蛮会打的，而且是手工，就2根棒子的毛线。可是我还没有研究过羊毛毡，这个厉害了。长官是人夫了，这个基本上不用问了，都已经撩到一个老婆了。我就问薄荷，你撩过几个妹？你说，你凑过几个妹烹？你说。薄荷，我就问你，你凑过几个妹烹？是不是可以戴一副银手镯，然后再把钥匙丢掉？公关都需要这些才艺，是不是？是，这就好看，超可爱的啊！羊毛毡，虽然说它是一个很腹黑的人夫做的，拜总当男公关，加猪猪2个，所以你送过女孩子手镯，之前有送过一个是吗？你也不会主动吗？菜菜，你主动的都是男生好吗？跟听成薄荷其实很什么的男生啊？你听成什么？未来的罗兰哇靠，帝王你要变成公关，称霸我们日本公关，那你要称霸台湾公关男神过去的薄荷，所以现在的薄荷已经改邪归正了吗？手链想来想去，突发奇想的吗？你的突发奇想真的是很贴心，可是那个你可以把它替换成那个迪卡嘛？谁让你把蓬镶上去的？不过真的谢谢啦，而且刚好跟我这次做的指甲超级 match， 真的。跟猪一起做的2条吗？所以薄荷那边1条，你也烹，我这边也1条，我也烹，是这样吗？好，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烹。对，我们公关组长说他那边有1条烹，我这边有1条烹，也就是说这个烹呢是分散的，是5-5分的，知道没有？好不好？好扯哦，薄荷。
谢谢，收下了，马上戴上，真的是很棒。对啊，超级漂亮的。这个其实带出去，人家会觉得很漂亮。可是他们说，哇，迪卡这好美哦，上面这个 PON 什么意思啊？这个是原力，对，我们就是这个原力原力叫蓬吗？我说对，蓬原力。你要我怎么去跟人家解释上面那个英文？要不要这么坏？哎呀，还有爸爸，什么？被揍一拳，对方身上有碰。哦，另外一条，那请问我的姐妹神是在板板那边吗？我的姐妹神是在板板那边，还是哪位姐妹？我可以去认一下，我的姐妹神。谢谢你们，我觉得手工制作的东西真的哇，谢谢你们愿意花心思。哦，这个好可爱哦，这个勾骨头，这感觉就是丢给彩彩，好去捡回来，而且用嘴巴捡回来。真的是狗骨头的叉子超级可爱的。你要说你知道了太多，然后拿铲子跟麻布袋。然后他话说，薄荷这样子一讲完，一股渣的感觉油然而生吗？OK 啦，我觉得，我倒觉得这个 OK 哦，因为我觉得就是基本上现在愿意手工制作东西的人越来越少了，对，真的是很感谢。就代表出这3个英文字母，棚之间夹着数字88。为什么中间要夹着数字88？你要我发吗？你要我发大财是不是？谢谢薄荷，是这个意思吗？做的另外一条风格其实跟蜘蛛的这个差很多吗？所以是另外一条是很帅气的风格吗？那我这个就是什么风格？很蓬的风格啊！原来是大小姐，大小姐的风格应该感觉会比较帅气，的确呢，因为大小姐给人家感觉就比较像，她比较像，有点像那个大姐头这样子。可以给猪猪戴手啊，好可爱哦！哦，大姐，谢谢，好可爱哦！这个肉啊，我们可以去把那个肉块揉成圆形，然后下去煎或者炸，有没有？然后再串上去，就会变成那个漫画肉，好可爱哟！漫画肉骨真的是这样子，谢谢你们。而且基本上这个做成便当也超加分的，小朋友看得会很开心啊。对啊，如果你们有在做便当或家里有小朋友的话，这个超适合，好可爱哟！这个插进香肠里面，超级有感觉。要被摊掉了。他都依照对方的风格亲自做的嘛，太会了。我们薄荷其实是最会撩的那一个吧？什么100减22.88？怎么了不是长官，对不起，我现在看到开关先生都说长官，怎么了？开关先生？哦，手镯是100减22。哦，原来是手镯哦，所以手镯是100减22.88当式8是不是？好，原来他是当式8，这好像是。等一下哦，这是他娃娃是不是？谢谢他娃娃，好可爱哦！他娃娃说这个很可爱，你又在第3人称，他娃好可爱，他娃说这个很可爱，谢谢那位他娃娃，跟这位他娃娃建议说这个很可爱，就买了。而且是老少咸宜，好不好？大人喜欢，长辈喜欢，小孩更喜欢。谢谢他娃，你帮我谢谢那一位他娃娃，好不好？你帮我谢谢那位他娃娃，太厉害！谢谢你们，真的超级可爱的。而且这个啊，就是可惜我不能做给你们，因为这个我要独吞。因为这个其实我有时候在家里做料理的时候就可以拿来摆盘，而且可以摆出很可爱的东西。对啊。对，他娃好可爱啊，超可爱的啊！他娃是我们面线最可爱。对，他娃本来就很可爱啊，他娃本来就很可爱啊，你们会否定吗？他娃很可爱，我没有讲错吧？等一下哦，我们他娃记得帮我谢谢他娃娃，好不好？谢谢这位他娃建议我们他娃要买这个很可爱的漫画骨头。这个餐具，
好，我们感谢他娃娃建议我们的他娃娃这样子。彩彩的餐具，对，真的很像彩彩的餐具。谢谢，收下了，每个礼物都非常非常的有心，赞赞，超赞赞，超级赞赞。好，接下来你们等我一下，我整理一下。接下来要来到了我们的美妆时刻咯。这个我相信他娃应该也很有共鸣，对，他娃如果那位他娃喜欢美妆的话，也可以请他可以来看我们今天的直播。接下来是美妆会了，为什么？感谢，这次因为有见到我们祝生的妈妈娘娘，她送了猪猪好多好多的彩妆，我现在也来开箱一下。对，我相信这位他娃娃也可以介绍另外一位他娃娃过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要开箱的这些彩妆用品哦。薄荷肯定没扎过是吗？薄荷好好选。那个你们明年啊，如果想要那个女装的各位老公的老公们啊，那欢迎就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个娘娘这次算是赞助赠予猪猪的这些彩妆啊。他是我们是吴仙老师吗？是最近也是整个肝爆炸的吴仙老师吗？吴仙いらっしゃい我们都要撑着啊，吴仙。我们的专辑制作基本上已经最后1个月了，大家都要好好的撑住。我们掌声欢迎吴贤老师，最近他帮我们校稿也真是校稿到整个人都没了。对，吴贤老师，谢谢吴贤老师。对，而且大家其实工作都很忙，所以我们最近群组基本上有事也聊，没事也聊，干话也聊，认真也聊，什么都聊，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怎么变成老师？你是史诗。好啦，撑住，吴昕最近也真的是太忙了。对，就是这一次的我们台语的润饰啊、歌词等等的吴昕真的一把罩的，而且他的台语造诣真的很深厚啊，深厚到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很多生僻字他都有办法拿起来使用。说这个笑话会被 ban， 不会啊 ，ban 掉你没有意义啊。真的要 ban， 等到我们专辑出了再 ban， 不是？吴昕老师辛苦了啦，我们给吴昕老师一个扳手，你真的辛苦了而且其实我今天早上我也觉得我的身体好像感觉也快不行了，对，但是我想说，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缓解一下，也是可能让自己去吃一顿好吃的拼盘早午餐，然后让自己心情放松，然后想说再去诊所备个药，然后备个药又不放过自己，担心自己明后天又没空，想说快点把那个流感疫苗打一打。所以我现在其实状况有点倦怠，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是这些东西先备起来了。对，因为现在我的常备药也在家里了，然后流感疫苗也打了。对啊，总觉得就是会比较放心啊。今天的注意力集中力很不好，对，但是我觉得心情是会比较踏实的，因为该做的事情都做了。而且啊，我现在在看那个吴昕老师打给我的这些字啊，他说叫吴昕就可以了，然后我刚刚把它解读成说偶尔叫我吴昕就可以了。对，偶尔叫一下吴昕，其他时间叫老师，好，没有问题，谢谢老师。有一些怪字会被系统整理吗？对，会审核这样。不会啦，怎么可能把你 ban 掉，好不好？我们的台语好伙伴。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娘娘，她送猪猪好多好多的彩妆的用品。那在那之前，我们还有这2个，感谢彩彩这一次帮我们把这个非常非常香的雪猫老师的这个图委托，然后在我们非常非常
难以通过审核的悠游卡上面，谢谢。然后也感谢这次有赞助悠游卡方案的大家，好不好？那这个悠游卡方案，基本上我们这个福利版本，福利版本我就只有送给我的朋友。那吴昕老师那边也有，还有就是可能V鹏鹏之类的。那目前正式贩卖中的版本是这个，也是很香啦，只是就没有这么福利。对，那也谢谢吴昕，就是之前就才几天而已，几天前，礼拜6日25、26号吗？在台创季有帮猪猪摆摊，然后算是我们首卖的悠游卡。那这个悠游卡之后，我会再找时间通贩一下，对，但是给我一些时间，实在时间真的是完全不够用。我们还有 FFK 啦，这个悠游卡也有机会在那边。也就是说我又要在高雄贩卖悠游卡了，是不是？我要成为那个在高雄卖悠游卡，然后在台北卖一卡通的那个女人了，是不是？我今年 FFK 又要贩卖悠游卡了，对，而且是在高雄贩卖悠游卡，对，真不愧是你朱迪卡。好，也感谢我们彩有替我拿到了选猫老师的签名，真的很开心，谢谢你们。然后悠游卡的过程真的很繁复，辛苦你们了，真的辛苦了，谢谢。更感谢就是有参与赞助的大家，好不好？然后这是我的超嘛，你们都是我的超，我知道赞助的人有谁，好不好？你们真的很棒，真的是一波三折。我当下其实很担心你们会不会中间有吵架还是内讧，一度很担心，就你们会不会就不开心这样。对，因为每个人都求好心切，然后各自有各自就是觉得很好的方法，然后提出讨论，很担心你们就不晓得为什么拳头就硬了这样。但还好我们就是很顺利的出来了这样子，对，谢谢你们。吴昕老师装作不知道是你，要再给我没有关系，吴昕你慢慢来，我们就是身体要紧。这个好可爱哦，这个超级可爱的。这个还可以，它很像是有一个架子可以附着在，可是感觉也不像是手机耶，因为手机应该是不能直接穿动吧，因为这是要穿动的。对，我想说这应该是可以变成一个相框之类的一个东西之类的吗？自己用不会吵，好，你们好棒。对，我在想说，就是因为大家讨论的其实都还蛮，就是蛮密切的。我在想说，你们会不会中间有吵架还干嘛？自己这边乱想这样。谢谢你们。好，然后紧接着我们回到我们美妆的这一块来，我们娘娘送猪猪很多美妆用品，我们大家慢慢来拆。来开箱一下，我确认一下工作讯息，等我一下。好 ，OK， 好 ，OK， 我们继续。我们只是很想把彩都都去揍。我可以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你们想揍彩彩？因为他花太多钱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是睫毛膏的部分，好酷哦！可是睫毛膏这种东西，通常如果我还没要用的话，可能先不开比较好，因为我很担心它干掉。好，睫毛膏不好意思，可能我们就先不开，因为一旦开了接触空气，整个干掉或者是变质。no！ 唇霜。等一下，这些东西，等一下。这些东西都要好好的，不行，因为我是一个对化妆品非常客家的人，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我开了我就会尽量用完它，但这个东西一旦接触到的空气，基本上很容易变质，而且上次娘娘给我的那一组真的超级好用，我到现在都还没用完。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唇霜的部分，对。等一下那个尤姐来了，
要跟大家打招呼吗？好久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了。我跟你讲，尤姐那天在 V Stage 演唱会，都知道你们在干嘛。我有看到你们呢。对，我在唱那个樱花感谢的时候，真的感谢你们都很乖。我知道谁有去哦。是，尤姐都在后台哦。我在后台看你们呢。对，嘿。然后朱农先生いらっしゃい。朱农先生你还好吗？哦，是我们真的是台湾非常厉害的朱农先生。真的哦，朱农养猪的。对，最近他们比较辛苦一点。对，现在台中那边是不是？就全台了啦。已经全台了。已经是全台了。真的辛苦了。台中真的，因为将会有一段时间不能吃到控霸崩，很多摊都收掉，就暂时只能收掉。那些。对啊，朱农先生，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挺过去这15天。加油！对啊，希望可以挺过去。对，我们可以的。我们台湾人是意志最坚强的，然后一直被欺负这样。没有啦，不会啦。我们真的是聪明又坚强，意志又坚强，什么很多都是台湾第一，就跟这个一样吗？对呀，很可爱，怎么这么可爱？超可爱。然后穿胖次，对，然后那这样子的话，好，那样子的，那好，那因为尤姐要先去买东西了。对。你要吃什么？你要吃那个控霸棒。无的，起码无控霸棒没有。他们高雄应该是高雄还好，今麦高雄还好。我们高雄被守得很好吗？你们有没有人爱吃控霸棒的？有没有？有，我没有乱走啦。有没有人忘记我了？没有啦，怎么可能会忘记你？你现在只能改吃牛。对。对啦，暂时先就忍一下就过去了。对呀。好哦。好，我现在在开箱这个彩妆是 Double 老师的老婆送了很多彩妆，很漂亮的彩妆。好，你上次那唇膏很漂亮，超好用的。对，这些都是那个，就是我们这次专辑有一些歌曲也是 Double 老师的老婆帮我们制作的。真的。对，也是超级仙女、超级漂亮的。真的。的娘娘，我们都叫她娘娘，因为她很仙，很仙女这样子。是哦，有机会希望可以碰到面。其实上次娘娘来的时候，很像你只有看到 Double 老师嘛，对不对？对。那上次娘娘刚好很像回去休息了。对，因为他们的那个就住的地方就在附近而已。他们都住在旁边。对。好，所以基本上，好，我们那天爸爸妈妈其实也玩得很开心，然后我那天超开心的，我差一点冲上去跟猪合唱。可是我没有装备啦，所以想说我这样不行，我没有装备不行，会破坏规矩。可能下次要请板板安排一下这样子。米娜板板。好，各位拜拜。好，先去忙哦，拜拜。拜拜。真的是我也是久违的开台，对。然后其实妈妈也很想念大家啦，只是妈妈最近不太常进来，也是因为就是担心说我这边工作太忙，干嘛的。可是我跟你们讲，我那天很开心的是，爸爸妈妈玩的比我想象中的还开心，这个是我很开心的事，就是爸爸妈妈比我玩的想象中还要开心，好老舍哦。对，差点我跟你讲，我妈会有她吧。好，对，因为一直以来我基本上就是都是跟妈妈在一起嘛，就从小就是都妈妈在照顾我，所以我对于女性的这一块就比较怎么讲，就会觉得说很自然而然知道怎么跟女性去相处。可是我的成长过程中是很缺父爱的，对，长大才发现原来是真的很缺这一块，因为毕竟爸爸他在我成长过程中真的不太有时间陪伴我，甚至他们之前可能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掉了。那我对于父亲这一块是非常非常的陌生，甚至长大才发现是真的是很缺父爱。对，然后之后渐渐的，就是可能我自己也长大了，然后
会去思考，会去回忆以前可能爸爸对我做了些什么，然后还有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印象中的爸爸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长大真的拟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他妈他女儿控啊他用他很霸道的方式在疼我，但是我那时候不晓得怎么跟他沟通。第一，我台语很烂；第二，他又是那种很亚洲式的父权爸爸。但是我现在想起来，他对我真的就是只有疼爱，对。然后其实我很多对于厨房的概念跟一些料理的一些回忆，耳濡目染的东西反而都是爸爸在厨房的身影，因为以前反而是妈妈比较忙，她主外，然后我爸爸就比较常在家，而且很常带我去传统市场采买一些材料这样子。对，所以唱起台语歌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爸爸。对，这也是我很意外的，就我在经营这条路，就是这些东西成为我很关键的养分，成为我就是要推广这条路很重要的元素。爸爸，然后阿嬷家、宫庙文化、台语歌之类的，所以你们听到那些很老派的我歌会出现的那些，都是我爸爸精选他最喜欢那个年代的歌曲。反而是现在的台语歌他不怎么听，他就只听那些跳脱歌会，我会拿出来痛给你们大家，痛你们大家的那一些，这就是我爸爸屯爸精选的歌曲。然后至于樱花感谢的感想，他们当然不晓得我在唱什么呀，他们就只知道说很感谢大家，就刚下来，他就说人家就刚下来妹妹我在第二这刚下来他们一直听到我说感谢，他说妹妹你今天就刚下来，我今天就刚下来第二就刚下来，对，就是很感谢，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吸引到一些熟男粉丝，对，就是因为这样子，其实我频道经营上面，因为这些出发点的关系，我的频道的长辈们真的是普遍比较多的。这个真的是我在线下活动有发现到，长辈们真的很多，而且很多熟男爸爸，然后一一出现在我的频道。对，我最近也发现我们家有一位大佬，原来也是一位爸爸了，而且是小孩子，好像也国小了吧。这个我也是觉得好暖心哦，就是经营这些东西，然后坚持某些东西，真的可以吸引就是我想要的这些观众过来，这样子。对，大感谢。然后对，真的是大感谢。每次我去看屯爸都有一种新歌单的猪猪，真的啊。其实我爸爸那边的代练歌单还有很多，只是我年底这几个月真的是太忙，没有时间去写新歌。因为有啦，我现在也在学新歌啦，我们那个第二批专辑的新歌学到我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呈现出来，不然会落赛，绝对不能落赛。对，我这半年每天都在学新歌，每天都在录新歌，对，录我专辑的新歌对，真的我真的谢谢大家。然后因为爸爸对我而言，他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代表，他是一个对子女很严肃的代表，可是他是对于朋友就是很疯的那种爸爸。所以我其实当下在邀请爸爸来的时候，我一度不晓得他到底有没有办法去了解说我们这个演唱会在干嘛。对，一度就是也很担心说会不会他反而觉得你在冲啥就无聊之类的，就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很无聊。但是我觉得很天时地利人和的是，刚好他们来的那个时间，我正在唱《精明干练》。对，我那时候刚好就从《精明干练》开始，原来那个时候米娅就有带着他们在台下，也就是说是在你们的后方看着我唱整首《精明干练》。然后完之后呢，接下来又是樱花感谢啊，然后樱花感谢就爸爸那时候就在后台就静静的就看着电视。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感觉他很像很忙，不晓得为什么一直在滑手机。我想说他会不会很无聊，我想说滑起手机了，很担心说这些东西搞不好果然还是对他觉得很无聊吧。对，开始担心东担心西，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去问太多，因为毕竟我还要表演。然后唱了樱花感谢的时候，其实我当下内心也是还是会担心说，不晓得他到底知不知道我们在干嘛这样子。对，
然后跟你们打打闹闹啊，就说对，你们就都有听到感谢哦，好，只有感谢对不对？你们说对，感谢，谢谢你们的配合。然后回去之后啊，接下来很像就是我跟51的红吹玩梦，是不是？我很开心，刚好那首歌我跟51在唱的时候，爸爸在现场，这个是我最想要传达给他的，对。然后总之我那时候唱完之后啊，我那时候真的很开心，就是说爸爸在的时候，我可以跟51一起唱这首歌，因为51对于台语歌曲的驾驭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熟练，非常非常厉害的。对，那就这么刚好他们来的这个时段，我就唱到这首歌了。然后我唱完之后，马上就很俏皮的回去问说：“爸爸，你刚才啊，他到那首歌是啥回？”他就一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感觉女儿在那种关公面前耍大刀，问这什么蠢问题这样。就是要问这什么蠢问题那种感觉这样，然后我就知道他很像感觉知道我在唱什么，好像也蛮开心的。然后那一天基本上他是一个很早睡的老人家了，所以他其实就是大概我们唱完很像Sakura 刚下来是风吹的愿望之后，他就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对，然后那天也很感谢，就是米娅有帮我，就是帮爸爸叫一下计程车。对，然后总之那天爸爸有先离开，然后尤姐有稍微留晚一点这样子。然后直到那天整天结束啊，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去思考说爸爸到底玩得开不开心，然后总之抓着爸爸在后台狂拍照，然后就是留下就是这些我们的这个很特别的回忆之类的嘛。然后直到结束的时候啊，也是很匆忙，因为我要揍你们嘛，然后干嘛的，然后揍完之后，然后又要快点奔回后台，因为我们要快点撤场了，不然就是场地的人员都在等我们撤场，干嘛。好可爱哦，我的脸，对，时不时想看一下，好可爱哦，还有7只哦，你们快点把我带回去穿胖吃，谢谢。好，工商服务时间。然后啊，就最后就是米娅也快点帮我把这个行李整理完，然后就是我们快点离开那个场地，然后我就想说带米娅去搭高铁，因为她也要快点赶回去了嘛。原本想抓米娅去吃饭，那米娅也很客气，她说她想先快点赶回去办其他事情，所以我们可能就再约，可能下次 FFK 的时候啊，干嘛的这样。对，然后那天就刚好停车场就是爆满，塞满很多人，所以我们在停车场就是有排队了一下。然后那段时间就米娅跟我分享说，那个时候爸爸什么时候来了，然后爸爸跟妈妈那个时候在我唱金饼干店的时候在台下听，结果原来这样讲好像很不好意思，但是爸爸就不知道那边不能拍照，所以他好像有拍了几张，好像还有录影哦。这个我很抱歉，因为可能爸爸不知道，他只知道说女儿在上面表演，他就狂拍狂录，所以原来那个时候在后台我见到他这么忙的在滑手机，就并不是觉得无聊，他是传给我姑姑，传给我阿嬷，就知道这一点，结果我当时觉得超级感动。我想原来爸爸是觉得很开心的，然后拍了很多张照片，还偷拍。然后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偷拍，因为他不晓得当下是不能拍照的。他就是狂录影、狂拍照，然后就很忙，就是传给什么济公啊、撒金伯啊，然后什么古公啊，然后姑姑啊，然后国伯。反正他们群主都传一轮，然后就很好笑，然后就阿嬷可能也已经最近失智，不太认得我了，但是他还是很像有传给那个义工，就是帮忙照顾阿嬷的义工，对，所以就觉得好感动哦，就觉得有在高雄办真是太感谢板板了，然后更感谢板板就是有安排让我家人进来这个后台的名额，对，就掉了，对，不好意思掉了，对掉了，对，所以对长官，我当下以为他很无聊在滑手机，就原来他那时候是疯狂在传女儿的照片，跟女儿在那个台上就是唱歌的那个片段给那个我们触笔给他听啊，这样子很好笑。有些想冲上去唱的，搞不好嘿红翠晚梦他也会唱哦，真的。我一被牵手，我的当然要啊，而且我超级开心，这次唯一的加入就是也丰富了我们这一场，有很多超级好听的台语歌，然后就是让我们这一次以台 B 为出发点的 B stage 又更加的台味，真的很感谢51，真的超赞。51突然不会唱，
原来在四处分享，对，所以就让我觉得说，哦，我这样子的一个场合是让他觉得很骄傲吗？是他愿意分享出去，这个是我真的是没想到的，因为以前他就是那个很严肃的爸爸，对，我甚至当下邀请他过来，我很担心说我是戴假发，我并不是用我自己的本尊上台唱歌，他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但是意外的他很开心，他玩的真的很开心，超级开心。对，这个就是一个演唱会跟家人的一个附加价值。所以就是说见到你们很开心，然后奏到你们很舒压，然后可以跟班班还有其他很优秀的伙伴们一起完成这场演唱会，很踏实。然后我觉得更开心的是我的家人一直都这样看着我，然后很支持我，这个是让我觉得最开心的。因为其实 VTuber 这个产业，你家人要去共感，要去支持，常常会有一道隔阂在那边。就像现在你们以观众的立场要去跟家人讲出说我喜欢这个推，或者是说我在看 VTuber， 有些家人他们是无法接受，甚至会觉得说你们在干嘛，为什么要花钱给这个纸片人之类的。对，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跟家人的一个连结真的是很重要。对，他可以理解我在做什么，他支持我，我是他的骄傲吗？很像真的是他拍照了，他录影了，他传给我们朱氏家族看了是不是代表他真的觉得很骄傲了？对啊，就觉得这一场对我而言的附加价值是很庞大的啦。对，快看到女儿像大明星所以我想了很多，现在在很多的计划都是今年可能跟面线或者是跟大宝试着try看看，但是就很开心的是真的都是顺的，就是说很像我们真的还有机会真的去闯看看一些在 B 圈可以更加破圈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每天烧脑，每天燃烧我们的肝脏，要去把这张专辑做出来之后，我们的目标就是前进金曲奖。那前进金曲奖的当下，我刚会跟你们聊到说可能关于 No Pang 啊或者 75C 的事情，也是因为我希望有更多的长辈去认同第一台的孩子们，真的其实他们很善良，只是他们怪怪的就是说这个圈子要破，如果我们真的有入围金曲，这个破是破还蛮大的。那这个当下我也希望就是说这个 B 圈的观众是不要被误会的状况下，然后彼此可以互相了解。就像我如果哪一天真的明年真的有机会走上了金曲红毯，我也可以让爸爸看到说我们这个圈子观众其实大家真的都很棒。对，所以就各种东西连接在一起真的是想很多的一只猪这样子家族与宣传，对，在四处分享如果借这机会跟爸爸促膝长谈一下，其实我们已经过了就是之前有一些冻结的时刻，现在爸爸是更加的女儿控，然后我现在有空假日就是回去什么都不做，我就是在那边陪爸爸，然后我可能就偶尔会滑一下我的工作群组，但是我就在那边跟他泡茶，然后聊天会聊，但是爸爸本身也不是一个多话的爸爸，我们就只是享受陪伴，就这样子而已。对，很无趣的下午，但是对我而言这个很重要去跟他挖一些就是更加经典的台语歌曲这样子。爸妈就是这样子，所以你懂吗？盛红其实盛红我们老王这个状况反而是占大多数，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有些家长不能去理解的东西，我希望今天是不是我有机会走上这个金曲红毯的那个当下，我希望让大家看看就是这个 B 圈基本上只是因为有些东西是不被理解所以被误会。对，因为大家其实真的都是很正向然后很善良的，只是有时候会讲一些很怪的什么怪怪的 no pang 啊，然后那个那个什么好更加奇怪的我先不要讲可能有些人会有那个刻板印象在，
之类的啦，对。可是我觉得很好的事情是 V 圈，其实在这1-2年有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去做一个实现了，因为 B Stage 也算是嘛，那感觉大家接受度其实又是更加高了。那接下来未来这个圈子，我是觉得说还会有更多的展演形式，对。只是我希望有些东西其实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圈子自己玩之外，这个圈子的很多优秀的 VTuber 其实真的在无形之中爆肝，然后给予了很多观众很多的能量。虽然说可能对于这个时间我们奉献出的是工作，我们的肝脏，可是不得不说，我有时候以观众的身份去低台的时候，我也会可能在比捧那边获得养分，获得能量。我想相信，就是观众们其实大多数都是这样子的，可能我们只是无意间的一句话，然后打动到你们，你们真的会把它当成一个生活粮食在吸取。对，那所以说 V 捧捧其实大家经营下来都很辛苦，每个人每天在变细苗，在分享正能量。对，那这些东西其实对观众是很有意义的。那这些东西我也是希望会有更多不同的圈子来看一下，来了解一下我们到底在干嘛。对，我们不是只有说 No Pang 跟7属 C， 对有很多更加正向，还有更加优秀的 V 捧捧努力在经营这条路。对，不理解为什么排队，对，你懂吗？啊，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就是这些长辈要一直就是看一些购物台呀，买一些有的没的，我嘛是安内尴尬点，那就是因为不理解嘛，是不是？才不止如此，任何周边，对，你懂吗？就是因为这个是安怎要1800，这个红啊是安那遐尔贵，1800是咧。写在老鼠会之类的，你懂吗？对啊，但是因为对于就是观众而言，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养分，就是这些钱会变成他们喜欢的样子，甚至就是抖内可能对于我们主播而言，就是我们可以长久加卡固诶啦吼，然后你们也可以知道说支持到我们，你们自己也会心情踏实啊。但是因为这个产业对于有一些长辈而言，他们也是真的是很难去理解，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开启了那个第4台点歌模式，有没有？第4台点歌也是会变成说是一个我们晚辈不理解长辈为什么要在那个第4台花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钱去买一些奇奇怪怪的团购商品、药品，还有干嘛打电话去点歌，不懂。那个就是一个，其实我觉得那是互通的东西啊。我觉得那个就是长辈的需要的 VTuber， 然后现在你们需要的 VTuber 在这边，但是第4台点歌模式那就是长辈他们需要的一个 VTuber 的模式，对，只是。长辈的第4台那个就是一个真人呈现，然后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皮跟大家互动，就是道理是相同的啦，只是需要互相理解。怎么会讲到这个啊？讲到5点半的，我还在讲这个，我到底开箱完了没啊？对，重点是去录音室，你也是跟你爸说没有在录音室了哦，没关系，你就这样讲就好了。对，因为就说啊，可能最近有什么歌想要去试着玩看看，就这样啊！如果真的会吵架，就轻轻带过，至少让他们知道你在干嘛，这样就好了。对，是社会安定的力量。我今天抖内绕我的推有饭吃，我今天抖内我的心情踏实，我觉得我做功德，我成就了，我自我实现了，这个很重要，知道没有？为什么彩彩这一则又要被审核？什么洗澡水？不是这个就是这个我这个好，这个很香，对，但是这个也是对，太香的东西，这个我就比较对这个，好啦，见仁见智啦，对，因为 No Pang 所以只1800，不是啊，他有胖啊，你们可以让他有胖啊，这孩子对不对？这1800的孩子很可爱，超可爱，对，薄荷包是女装。这不想跟大家聊到这件事情会被念，对，所以就跟薄荷说的一样，其实大多数的有在支持 B 圈的，即使是熟男好了啦，也很难去跟家人说哦我在支持这个东西，对啊，我是觉得刚好可能我在推广的东西，可能台语，可能台湾文化、宫庙文化，然后
嘎叽迪亚、迪卡这些东西，就是可能普遍家长们比较可以去联想跟理解的东西，所以我才有办法去说出口。但是可能对于有一些就是可能经营的面向，就是比较我们说比较福利的这一块好了，对，那这一块可能有时候要跟家长去聊到，真的会比较害羞，或者是也担心家长不认同。我跟你讲，甚至有些是正常向的 VTuber 家长都会不认同了，对，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大家经营起来都辛苦啦，对，没有卖什么洗澡水，我洗碗水卖你要不要啦？我不洗澡水，我卖你洗碗水啊，那 baby 然后好像只理解到就是实况主而已，对，所以就这个就是我最近有在想一些比较常常有时候想一些很深远的东西。花钱给人才对，你们花7500块让我周一拳，就大人可能也无法理解嘛，对，但是你们自我实现了，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见仁见智。就像长辈他们会去购物台，可能花个几千块团购个什么，可能晚辈觉得就是他妈没啥屁用的药品，一样的道理啊，对不对？请自信一点吧，说不定拿掉。我怎么跟你们聊到这种东西啦？聊得好深哦，谢谢，我只能说，就是开台果然是我的休闲时间，跟你们聊天真的很舒压，讲一堆干话，赞啦 ，No 胖赞啦，75C 赞啦。但是哪一天我们如果真的要上了金曲的红毯，你们答应我戴上斯文败类的面具，因为你们很棒，必须让大家知道，你们很斯文败类，必须让大家知道。花钱给人才。等一下，现在都很跟长辈说，买这种娃就像有些人在买布袋戏，对，没有错啊，朱农先生，我觉得布袋戏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因为布袋戏也很多人会去用钱资本主义的力量去支持那些周边，甚至直接把那好几十万的木偶带回家供在那边，一样的道理啊，对不对？六伊拉塞，像是六。彩你讨论这个就真的不行，对，因为其实女孩子就是对有些人会被 care， 会蛮 care， 就是讨论这些东西，但是就我们私底下讲就好了，对，好，准备下班了，我是卡雷萨吗？对，才不带，好，快点，我只剩下半小时，我要快点把那个娘娘送我的这些彩妆，等一下哦。猪的洗澡水算做成猪高汤，可以哦，满满的大骨，满满的那个豚骨高汤，满满的那个很浓郁的豚骨味，用他们的世界观类比过来，可能就会比较好理解。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善良啦，只是有一些，其实那不是只有长辈而已，因为其实有一些不同理的人，他们是从各种世代都有啦，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同理长辈，那他可能到了长辈的这个年代，他当然没有办法去同理年轻人。对，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那个是吃个性的，并不是说长辈就特别难沟通，或者说年轻人就特别的很抗压性低啊什么，我觉得没有，那就是很吃个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他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会这么的样的状况。这个人天生急掰，他不管是在哪个年代就是会急掰下去，但这个人很有同理心，他不管生在哪一个年代，即使是婴儿时期，他还是会很有同理心的婴儿，懂吗？有时候那个是天生的气质啦，对。有人要下班，好啦，你们工作也加油。然后这个是我看一下，这是粉饼类的吗？我看一下，这个我就把它拆开一下。拆不开。拆不开。不是好人变坏，是坏人变老，没有错，没有错。我猜一下好看是什么？
哦，好可爱的包装哦。啊，这不会是那个气垫粉饼吧？如果是的话，啊，好开心，真的是哎！啊，我最近可以不用买彩妆品了。好，另外一个我就不开了啊！谢谢娘娘，好开心哦。就这样子就很对，没错，对我天生精明，对我天生人畜无害。我即使今天到了7004岁，也是依旧人畜无害，依旧精明。谢谢大家，就是这样子，知道吗？出门前跟猪分享一个工作上的事情。牧场里面有一只猪猪，被你取名叫做史丹佛，因为它一颗一颗佛，所以我知道，所以吃饱太闲。哦，朱诺先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优秀，这是非常优秀的联想，这就希望就是爸爸妈妈可以认同一下，这就对我只能说想象力是你超能力，我超喜欢的。这位史丹佛先生，他目前还健在吗？他目前有去就是那个回馈社会了吗？他变成猪排或者是那个猪脚肉之类的吗？还没回馈社会的话，就是有机会帮我谢谢他，史丹佛先生。怎么 VTuber？ 对 VTuber， 我跟你讲 ，VTuber 玩多了2000岁之外，我最近好一个人要回各个10几20个群组，瞬间老了2000岁，你知道吗？真的，对，真是最近高度过劳，对，但心情踏实的高度过劳，对。好，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有纯彩的部分，我们有气垫粉饼的部分，我们现在又有睫毛膏了。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这不会是我感觉这个是眼影类的耶！我天哪，赚烂！果然啊，好开心哦！不知道娘娘在不在，或者 Double 不知道在不在？娘娘，我爱你啊！好美哦！我跟你们讲，我在 V-Stage 演唱会之前，我其实有去保养一趟，但是我逛了一圈出来，我什么都没买，因为我就觉得算了，反正我就只有用1天而已啊，然后1天就算了，我当天还要戴面罩，我想说没差，我顶多就是戴个假睫毛啊，擦个口红啊，这样就好啦，想说不要花钱。太好了，朱蒂卡，感谢你没有特别在花钱，因为娘娘都很佛的送上了，谢谢，好开心哦，好美哦，哇天哪，我今年秋冬的彩妆赚烂，超级开心，还活着，他造福工作还没结束吗？好，朱农先生，你们家牧场那边都还好吧？台南感觉应该是还 OK 啦，感觉台南被照顾的好好的，希望可以就是挺过15天，好不好？我们15天之后应该希望是没事情，我们就可以开放了这样子哦。耶，我们还有眼影盘，然后接下来心有灵犀，真的，这感觉是什么精华液之类的吗？韓国語ばっかりKorea わからない読めねえや韓国語読めねえ，但是感觉是精华液之类的。好香哦！对啊，我觉得是应该是精华液之类的哎。哦，好开心哦！而且它这个味道很好。所以这个是富含维他命 C 的精华液嘛？因为我英文真的太烂了。まあ、とりあえず美容液みたいなもの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いただきます。谢谢，我收下了。感觉就是保养品类的东西吼，感谢娘娘，就真的很感谢自己没有在保养乱花钱。
为我用彩妆品真的是那种不用完它打死不开心的那一类的，所以能够不拆封就不拆封，因为一旦拆封就觉得它接触空气，我要快点把它用完这样子。谢谢，以上是这次在 V Stage 演唱会现场收到大家爱的礼物，华夏催泪，啪叽啪叽啪叽，真的谢谢，我整理一下哦。今天早上啊，我其实身体有一些就是有点倦怠，有点到极限了，所以我原本早上在思考说我是不是真的适合开台，对，不过还好有去诊所一趟，因为诊所就是给他看一下喉咙状况，然后他们也说就很轻微的喉咙感觉，就是有一咪咪的感觉，要感冒的前兆，对，然后再加上想说流感疫苗打一打，然后打完之后心情就比较踏实。我觉得我有时候生病还蛮心因性的啦。然后心情踏实之后，当然就是你打了流感疫苗完之后，其实身体会比较倦怠，对啊。但是还好那时候医生他还有开给我这个算比较常备药的东西，就是喉咙消肿，还有增强抵抗力的一些药，还有益生菌等等。我就这个药吃下去，我就觉得中午时段就觉得好蛮多的。就想说好，那我快点来做封面，然后封面做一做，发现靠，我 OBS 很多东西好像还没调回来，不好意思，你知道我今天下午到底在忙什么吗？就是封面，因为身体倦怠，所以我封面通常大概15到30分钟就可以做完，但是呢，我今天做了快1小时，超级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然后注意力不集中之外呢，好不容易封面做完，然后我发现啊靠，我的 OBS 还没调回来，就是录音的部分是另外一件事，因为录音的部分就是草他现在很贴心的就会帮我开2个模式，如果今天我们要线上录音的话，那我只要一键按下去，就是混音器就会调成原本设定好那个录音的数值，然后如果今天我要开台，那我会有一键按下去的模式，就是 OBS 模式，就草都帮我设定好，就 OBS 模式按下去，我就可以开台了。对，然后刚刚为什么麦克风没声音，是因为我忘记开某一个东西，我忘记开某一个东西，因为现在我的 OBS 开了之后，然后我的混音器开了之后，我还得要依赖另外一个我不太懂它的一个录音程式，然后这样子我的声音才有办法串出来给你们听。然后这个就算了，因为OBS 上个礼拜就是因为要录一些东西，我必须调成 4K 大小，对，我就调了 4K 大小，但是我不晓得说这个 4K 大小有没有过，对，然后就想说快点交出去，然后交出去之后，主办那边好像也没通知，但是我又不敢改回来，因为那个 4K 的设定，他们还特别截图给我，因为我是一定会忘记怎么设定的那一型。然后这2天他们没通知我说不行，感觉应该是可以了嘛。然后今天要开台，我想说好，我快点把数值调回来。然后怎么调？然后我今天就傻在 OBS 前面，想说 what the fuck， 我之前的数值是什么？就是我成功调出了 4K， 就可能对方要的东西，但是我忘了怎么调回来。就我今天一直在想说，靠，我到底要怎么调才调得回来？对，真的是那还好，反正就对，谢谢大家今天又来我出配信，对我这个 B 生不知道出配信多久次，我真的是谢谢大家就来到我第9次出配信，想被揍吗？想被揍是吗？在臭我啊？想被揍吗？就算全部有。对，就算全部要我还是很碰怎样？不意外，然后我就忘记怎么调回来了。他那个数值很多要调，这样一直调，又不懂它。然后我想说完蛋了，我忘记怎么调回来。我想说算了，我要蹂躏它。我今天的怒气，我今天会迟到，我要蹂躏这只猪，蹂躏它。对。把它切开，看说它是不是跟长官一样是黑的。出配信，大宝老师，我今天又再次出配信了。我这个 B 生
总共经营了大概3年多，我到底出配信几次了？我都有这等好事，我现在马上就把这个羊毛毡的猪猪切开，信不信它里面跟长官一样黑的发亮？可是好可爱哦，超级可爱，超级可爱。大宝老师帮我谢谢娘娘，她真的好贴心哦。就是虽然说这个精华液的东西都是韩文，看不太懂，但是它应该就是可能什么美容液之类的，对不对？对，反正我就是一定会拿来擦。然后我这个人用这些保养品很简单，反正就是全部狗在脸上就对了。真的，因为平常太忙，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管说，我可能要先什么喷化妆水，化妆水之后可能是什么乳液完之后什么精华液，然后精华液有时候秋冬会再加一些那个什么橄榄油成分，保湿度更高的一些什么精油类的这些保养品，没办法，现在完全没办法，我现在就一瓶好直接搞定，顶多一瓶好擦了之后感觉又干了，擦4次擦5次好，擦到觉得我的皮肤很滋润为止，对，就是一个土豪式的擦法这样子。有些跟尤姐刚刚尤姐刚好有来，然后尤姐她对这些彩妆也很有兴趣，所以我刚刚有就是跟尤姐说，太棒了，就是 Double 老师的老婆是很仙的娘娘，刚刚有稍微跟妈妈介绍一下，对，然后我妈也看得很开心，我说好，等一下我分享完，然后待会就晚一点分章给尤姐这样子，可以投最佳新人奖，对啊，为什么可以投最佳新人奖？突然黑了，对。绝对切开来跟长官一样都是黑的，好可爱哦，小猪笔超级可爱。好，猪猪推荐一下晚餐吃什么啊？要推荐彩彩，好不想认真推荐哦，我想敷衍他。我可以敷衍他就好吗？我想一下哦，推荐这只彩。他有办法去吃吗？彩彩，你有办法去吃吗？你现在不是在军中，还是你今天休假？吃芋头啊？问就是只能吃芋头，知道没有？彩彩，问就是只能吃芋头。谢谢大家，还好我今天在那个6点之前有好好的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喝口水。谢谢他问我晚餐吃什么哟。我觉得，我其实有点想吃芋头料理耶。我今天有点想吃。对，长官。其实我觉得我的饮食习惯好像已经有变成一个比较制式的 SOP 了吧，就是。我觉得我的食量还算是大，可是我现在身体已经习惯不会大吃大喝，对，因为一旦大吃大喝，你可能会很难回去。可是我现在的身体会变成说，已经很习惯去做一个清淡饮食的摄取，好老舍，我跟台湾记者一样，就清淡饮食，就清淡饮食，他怎么做一个清淡饮食的摄取的动作，这样子一定要这么老舍这样？没有，我没有说麦当劳，我没有说，我就说芋头料理齁。对，所以就 B Stage 演唱会完之后，其实我可以稍微放纵，而且我也真的放纵了，而且我拍了蛮多放纵照片的，还没分享上来。对，然后可是吃一吃，其实就因为我像在家里也有一个壶铃，然后时不时甩一甩，然后我真的觉得要吃美食，然后刚好家里又有一个可以重训的东西，真的很快乐。因为你把它重训掉之后，你明天又可以继续吃高热量的东西，真的很快乐，你知道吗？而且我一直很想再回去跟教练好好的再把这个拳击课上个，可是没办法，我 B Stage 演唱会完之后真的是爆炸性的忙，是忙到一度崩溃的那种。但并不是录音让我崩溃，录音让我快乐，开台让我快乐，跟你们相爱相杀让我快乐。崩溃的是就是有其他一些事情让我整个10月份又崩溃，然后10月份因为又碰到一些有的没的机网，但是这些机网可能整合起来要11月才有办法分享给你们，因为我希望事情尘埃落定再来讲。
对，然后10月份前几天有时候会崩溃一下，嘿，是真的是身心崩溃，对，但是因为我也没时间崩溃啦，对，连崩溃时间都没有，你知道多惨。顶多就可能跟群主、跟大宝老师、跟那个乌心啊，这崩溃不行啊，这没人权啊，气死我！对对，就发泄掉，然后继续沃克。这时候有那个群主真的是很棒，你知道吗？就是对对，可以听我发神经的，拍了但忘了放。对啦，我拍了。我没有忘记，我只是太忙了。突然想起来之前那个突然放纵吃泡面，结果对对对，他吧，就是我记得那天很像是在2年前，2年前的暑假，这只猪很像是还是3年前，我忘记了，好像3年前了吼。到了这个清境农场，进行了一个就是观赏杨妹妹的一个动作。很老舍，对，我们到我们台湾南投的清境农场，然后进行了一个观礼杨妹妹的动作，然后当天晚上非常的凉爽，住山上感觉就非常适合吃泡面，然后吃个泡面感觉身心灵畅快，但是隔天我的肠胃就不开心了，隔天我的肠胃非常的不开心，他给我10级的惩戒，而且我那时候是肚子痛到头冒冷汗，全身冒冷汗，然后全身颤抖，很夸张的那种反扑。对，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我吃泡面，他不允许我吃地沟油，很香地沟油超香的。好啦，但是说到这个那个味全食品，我现在还是依旧没有去买它。自从地沟油之后，就是对，知道那个真的很香，可是。已经过了不知道10几年了吧，10几20年了吗？我忘了。但是我现在没有买过。但屯妈有几次不小心误买，因为大人他们有时候不会去找，就是说那个品牌它有时候会很坏的把他们的 mark 印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而且原本那个 mark 是红色的嘛，他们很贼哦。现在他们在印那个 mark 的时候，有时候还不会印红色，有时候会印其他颜色，而且有些长辈就不晓得说是那个他们家的品牌，对，所以就才大概上个礼拜而已吧，屯妈有不小心买到牛奶类的东西，对啊，买了基本上我还是会喝啦，因为毕竟就不要浪费嘛，但是我不会主动去买，如果不小心的话，那可能就还是会喝掉这样子。像都买台酒的是不是？台酒的也很好吃。其实我现在可以放纵吃了，不过身体还是有一个寻求食物的 SOP 在那边。对，那我是觉得像身体跟食物摄取，以及忙碌的工作，还有更加忙碌的生活，有取得一个平衡，这样就好了。就是你吃，你也可以吃得很放纵，但今天想要收的话，也可以马上收回来，身体也不会就是大反扑。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平衡了吧。然后希望这个平衡可以维持到我们12月底专辑发行之后，更希望这张专辑可以真的让我们推进明年我们想要获得的这些奖项。对。还有可能看起来不一样，结果总公司对，你懂吗？对，芋头热量，我跟你讲，芋头它不是热量高，它是淀粉类的，而且它不算热量高。我刚刚是不是讲过这句话？我现在脑子不灵光，完蛋了，我现在该下班了。它就是五谷根茎类的，它热量其实不太。芋头热量高是高在什么？就是有加奶油变成精致甜点的那些芋头泥或者是芋头奶茶、芋头蛋糕，那个才会热量高。但是芋头你直接去不要生吃，对不起，不要生吃，你直接去把它活生生的去把它蒸熟蒸透，吃它的原味，很好吃，好不好？而且你把它当成米饭取代掉，它其实反而比米饭还要再更加的营养价值高。米娅，你下班了是吗？伊拉塞，而且
米娅，我刚刚在聊的时候，就 V-Stage 演唱会之后，就是我要带米娅去坐捷运嘛，因为米娅要赶高铁。然后米娅有跟我分享到，就是爸爸那天偷偷照相录影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开心。对，然后也谢谢米娅帮我带爸爸去坐计程车。对，哎呀，反正很多很多，就真的谢谢大家的帮忙。然后米娅帮我们做的那个一拳特点那个特章很精致，但是因为上面有印2025，也就是说明年我们如果又有 V-Stage 演唱会，然后如果真的很幸运的又有一拳特点的话，那我们可能那个章就暂时不能用了，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的尾牙，我们可以拿来抽奖。对，我们可以拿来就是看说谁抽到，然后就最好是一拳特点的大佬抽到，这样基本上可以让他回去做纪念，因为毕竟我们尾牙都可以捐出来嘛。啊，主委要不要捐出来？我们就捐到我们一拳特点的大佬抽到为止。对，连皮带露身子。哦，你说彩彩是吗？他哇，对啊，对，就米娅，而且那时候米娅原本想要泡茶给爸爸跟妈妈喝，但米娅很可爱啊，他就那时候偷偷跑去跟大宝师求救，大宝师，那个迪卡说请我可能泡茶给爸爸，可是可能不好意思，对，然后好像是大宝师有协助，超可爱。怎么有人抛弃下班的事情像这样？没有，我也还在加班，恰恰不用担心，我也还在加班，好不好？哦，好啦，难得可以开台的时间，那么来不免俗的，我们这个很重要的，我们最美大师兄11月1号的单场，欢迎大家支持起来哦！最美大师兄跟猪猪约定好了，如果我们这次的票有卖过500，有超过500的话，我会跟最美大师兄一起拍舞蹈影片回馈给大家，好不好？我们帮最美大师兄冲一波，好，希望就是这次可以顺顺利利的，我们只剩最后几天，一起帮最美大师兄冲刺一下。而且刚好我们最美大师兄他的节日啊，万圣节也是在明后天就要抵达了，对，就要抵达。对，希望我们这次可以帮大师兄来一个好彩头，然后也谢谢大师兄当初在猪猪在 DOB 这张专辑在集资的时候，他也有真的是义不容辞的帮猪猪，算是编辑那个什么 QR code， 然后还有支持赞助专案之类的，真的都很谢谢，就是愿意相挺的 B 碰碰这样子，大家互相感觉真的赞赞。米娅去上架悠悠卡。好啦，悠悠卡通贩的状况那些东西基本上在请静待猪猪这边安排，因为不是不上架通贩，而是我们12月有 FFK 摆摊之外，我们可能还有所以我在思考到底什么时候要上通贩。总之呢，大家就是静待猪猪11、2月的活动啦。那这些活动都非常精彩。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知道我的意思了。言下之意就是还不能透露，谢谢大家。现在也可以透露的是什么呢？我们最后7只胖次，对，7只胖次，对，他已经简称胖次，对，我们最后7只胖次。好啦，最后7只猪猪哦，欢迎大家带回家，让他穿上胖次，然后让板板有更多的资金可以办我们第3场的 V-Stage 演唱会。对，好可爱，真的超级可爱，超级。然后我追一下聊天室哦，上次已经400多张，然后你是说悠悠卡吗？你是说米娅你说这个悠悠卡吗？是吗？然后悠悠卡我就对啊，毕竟我们那个 FFK 高雄场这次有报道嘛，那我们这个对我们那个话说那个那个在台北卖一卡通，然后在高雄卖悠悠卡的女人又要出现啦。对，我们这个悠悠卡一定米娅，我们这个一定要出现在我们 FFK 摆摊现场，知道吗？对，这个很重要对，我们又要做一个，就是一个在台北贩卖一卡通，以及在高雄贩卖悠悠卡的这个动作。我们又要执行这个动作了，好不好？乐此不疲，好不好？胖子，
米娅，你是今天工作压力很大是不是？我觉得米娅今天有被那个被盗账号的嫌疑，有没有看？好啦，让我再整合一下，大概是这样子。好啦，时间来到5点54分，然后很开心今天身体状况还不错，然后流感疫苗也打了，我觉得我生无可恋了，我很安详，对，就生无可恋。然后也希望大家把身体都照顾好，然后也祝福我们的丢比阿公，我们的丢比妈妈，就是我们娘娘，还有我们大宝老师身体快快复原。对，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不是最后一个礼拜，这个礼拜就完蛋了，我们还有最后1个月要冲刺。对，然后明后天能不能开台，可能要看我们的超度压模饼干的进度。对，明后天要来超度大家，要加现在还有机会。对，想要被超度压模饼干超度的还有机会齁，因为我明天才要正式来算数量这样子。对，那么这次的专辑真的1等1的赞，对，1等1的赞。那我们这次请来的团队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之后消息露出之后会再一一跟大家再来好好的介绍。特别的应该跟米娅一张吧，也可以啊。米娅，我这边其实还有一张特别的，我们可以留给米娅一张，好不好？对，我这边其实还有2、3张特别版的。来，我们现在来先看一下对，看一下我的脖子很硬这样子。我来看一下可以降落的地点齁。我们看看我们降落的地点有哪里呢？像可以降落的，看一下后台，还有偶像进化室，就是我们瑶瑶的线上演唱会，我们目前也是售票如火如荼进行中，目前已经卖出了600多张票了，很赞哦，好不好？我们希望这一次可以有更加热卖的票房。对，11月8号有猪猪，然后11月14跟11月22也有非常非常优秀的嘉宾出现，大家都不要错过，好不好？我们瑶赞的，对，我们瑶瑶真的是超级可爱的啦，我们的瑶。好，我们来看一下降落的地点，然后也期许我自己的喉咙状况这2天就恢复了吼。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降落到，好，我们去找一下我们的福利好了。福利商之前也常常降落过来找猪猪玩，我们来礼尚往来一下。然后这个下午真的是很难得可以开台看到大家，谢谢你们。然后那个莫西西到底是谁？千万个莫西就是抓不出那个莫西到底是谁啊！我这个什么欧德桑，刚刚没看到你，谢谢挂台，谢谢你们。然后也请大家期待一下之后猪猪忙到烂掉，然后各式各样的活动哦。来，我们来切片尾咯，好棒诶，今天在6点之前该交代的后事都交代过了，赞。西瓜老师谢谢你，感谢你们。然后接下来如果我后2天没开台，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11月1号我们大佬们现场连线活动相爱相杀的那个现场。我那天知道大概可以开1小时到1小时半之类的，然后接下来就是11月2号我们第3届金笔奖入围的名单公布，然后希望这次也可以有入围的机会，然后帮频道带来更多的奖项啦，希望，不过这个就很看缘分了，对。然后11月份还有我们的走中奖的颁奖典礼，大宝老师麻烦你们了，大宝老师请牵着娘娘转身出最下趴的那个你，最下趴的那个我在大宝老师。然后我们的巫仙是不是真的转身成道士，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总之我当天会庄严的进场，再请巫仙带着我非常庄严的进场。转身以前我们把这个最庄严的时刻遗留在星光大道上，那希望星光大道之后真的可以转身成璀璨的花朵，好不好？谢谢大家。
然后在这里也要感谢一下我们泡芙老师。虽然说我们的粉红高雄的这一档已经过了，可是泡芙老师真的超挺的，就是粉红高雄。等下，对不起，我忘记先把台摇板关掉。我刚刚在感谢泡芙老师，你们有听到我在感谢他吗？你们有听到吗？我再讲一次。我们要先感谢泡芙老师，很挺的，就是在粉红高雄 BLACKPINK 在台湾开唱的10月18号，也就是我们 V-Stage 演唱会表演的那一天，就把猪猪的这个片尾直接变成了粉红色的高雄。谢谢泡芙老师。虽然说就只有很像几天限定的 BLACKPINK 的高雄的这些装置艺术嘛，但是泡芙老师完全就是不收费用就超级挺的，谢谢泡芙老师。然后之后还有跟泡芙老师的一些合作啊、委托之类的，会再一一亮相，好不好？对，感谢丫头。好啦，那这个 BLACKPINK 的这个会继续留在本频道，陪着猪猪以及面线走啊走啊走，我们可以走，看我们可以走到哪里吼。谢谢你们，それではまもなく我们要降落到福库利桑的频道了。まもなく福库利桑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要降落到可爱的福库利桑的频道了，请系好你们的安全带。5秒之后，我们就要降落喽。5、4、3、2、1，谢谢大家。